讲讲，Hello， 大家好。哇，我今天太他妈超紧张的，真的超级紧张的。我先把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嗨的版本的卡架，也就是猪猪频道的第一首原创曲，对，我先把它拉小声。我现在声音的 balance 还可以吗？哦，欢迎大家，也谢谢许先生的降落，以及看到很多的 Vivo 朋友的先行报道的，然后有的刚刚莅临的。哦，我的天哪，真的谢谢你们！哦天哪，我刚原本的心情是很紧张，然后看到大家陆续过来了，一度哽咽，你知道吗？哇靠，真的会哽咽！哦妈，花了发。怎么办？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知名干练。对，总之呢，谢谢你们来到了猪猪生日季。对哦，我们今天是要顺便庆祝一个生日呢，差点忘了。不过虽然说是生日季啊，但是我的真正的生日还没有到呢。猪猪真正的生日是30号，阿姆哥30号一当真。端午节啦，放假啦，我不怕都配信啦，所以今天干脆就找个良辰吉时，在今天我们可能一起公布这个3D 募资计划，顺便跟大家庆祝一下。对，我再过2天就可以把今天是我生日的那个梗图拿出来了。来，先跟大家一一打招呼。我今天即使再紧张，即使再感动，我要控时一下，我要控场一下，因为3D 募资我们的内容真的是很精彩，对，所以有跟大宝老师在聊说，哎，怎么办？可能还是要控场一下，控时一下，不然我怕我这样一聊下去，那11点还没结束。好了，先跟大家一打招呼。首先，水灵宝贝，谢谢你啊！我们这次的统筹2倍的肝全部都烧没的2倍老师，我们阿月饼，感谢阿月饼，然后。今天有降落的朋友，真的也谢谢你们。要是就是可能猪猪在忙着就是介绍募资页面没有看到的话，对我们聊天室的大家也会帮忙照顾的哈，再麻烦你们了。怀特比格伊拉塞，然后DIZ 吗？你好啊，是艳遇姐妹，虽然迪卡爱吃一头，但勉强爱一下啦。谢谢希尔，谢谢希尔早早就挂台啊，是爱梦长，谢谢爱梦长官，谢谢，还有困困也先来了，谢谢。对，困困知道我精明干练。还有我们天使马克先生啊！天哪，谢谢兰兰的降落，谢谢大小姐的降落啊！谢谢你们陆续降落到本频道哦！天哪，超级感动的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宇宙大鼠很美8月先生，我快点跟大家一一打招呼。然后三哥啊，是阿斌呐，阿斌拉塞！我今天应该是没有放广告的部分，所以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3D 募资的这个配信，不要让大家有任何被打扰到的感觉。对。除非我被盗账号，武谦老师、小天、一晨，不是一晨，对不起，陈毅啦吼。然后接下来啊，是我们的熊大呀，谢谢熊大特别过来，还有我们的是大家喜欢的程度的这位陈述先生吗？谢谢陈述超挺的，还有臭臭老师 Joker 啊，达比啊，这个是伟明、小天、伊木兰妈妈，然后是汉哥老师，然后我看一下哦，龟草莓披萨，然后是喵喵总裁 Maeve 是，然后丁武桑，然后还有天哪，谢谢你们哇！降落的朋友真的很感谢你们，许先生谢谢降落了 UFO 谢谢你，谢谢，然后谢谢你们哇，都会帮忙讲来自许先生的降落，没有错。Oh my god！ 接下来是我们达达的降落哦！天哪，谢谢你们的降落，来到了猪猪的频道，妈呀，超感动的，我的天哪！超级感动哦！我天哪啊，是阿福也来了，谢谢你！天哪，不好意思，要是就是我忙着就是跟大家打招呼，或者是忙着介绍募资页面的部分，没有看到您的留言的话，请多刷几次。还有海尼也来了，谢谢狂水，谢谢你的赞助斗内。然后方才许先生，谢谢演算法加持，谢谢。天哪，达达，谢谢，感谢你们！天哪，好紧张，然后也好感动，谢谢你们来到了猪猪的生日季。我们3D 募资的公开现场，我真的超级紧张，也超级感谢。这一次就是不管是自主跟猪猪说愿意降落过来的，甚至有帮猪猪在频道里面特别一宣传再宣传的你们，真的是很谢谢你们。
然后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大波老师，我们这次的统筹者，他的肝真的没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对，那其实猪猪后面一定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而且我们的募资页面真的是太精彩了，所以今天也是跟大波老师讲说，有很多很感性的话，可能我们还是先把募资页面先把它好好的介绍完再来感性好了。对，不然我怕说也是耽误大家的时间，而且再者我真的是太爱聊天了，这一聊下去，对，搞不好就是重点没讲完，一直在跟你们鬼扯到12点，还没有把募资页面介绍完。这样咯，谢谢，也希望真的可以成功啦，如果真的可以成功的话，对，因为我们这次真的是筹备了很久啊。OK， 时间来到了8点12分，对，那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可能进度真的是还蛮快的，不过呢，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可以趁着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先把募资页面的这个 PV 一起公开给大家看吧。对，肝是什么东西呢？对，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满满诚意的这个 PV，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个仔细，有很多非常本土的惊喜哦。好哦，刷落来，迪卡囤积机的 3D 募资 PV 即将公开给各位，谢谢你们来到了本频道。然后在5月28号的今天，除了很难得会在8点这个时间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很谢谢你们愿意一起过来共襄盛举，我们这个3D 募资的这个最台的里程碑。来破下催泪 3D 募资 Let's go。 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赔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喱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美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囤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夹子，新计划的干帽徛内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过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总算公开了哦，谢谢大家啊！对啊，不是啊，我觉得我的哭点很奇怪，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哭哦，天哪！先感谢尹春老师特别帮我们配音呢，对真的是尹春老师啦，我们的那个旗拔掉了，天哪！也谢谢两位老师力邀尹春老师一起来帮我们这次的3D 募资的 PV 献上了非常本土的配音吼。我知道你们的感觉，因为尹春老师
在讲我金敏干奶奶的是那个时候，我真的笑到快疯掉了。我金敏干练啦！谢谢品聪老师帮我自肥，然后也谢谢线上的哇基卡酱，然后丽亚大人，然后对不起，我刚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啊，因为我现在眼睛前面很糊。阿路华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 PV。对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哭点很奇怪，可能是觉得说准备了这么久的东西，总算好好的呈现给你们了吧？对，因为通常大家的哭点应该是达标了来哭一下，那我的哭点是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在我们筹备的很完整的时候交给你们，我们就真的总觉得如释重负吧。是露丝，谢谢露丝的降落，我们感谢露丝。然后在这个时候也请大家帮我听一下我的 BGM 以及我的声音的大小是可以的吗？特别感谢今天降落的大家。今天是猪猪的生日季，对生日季 3D 募资开启谢谢露丝的降落，真的很感谢今天特别就是有紧急加开可能突发的或者是已经有安排要降落的你们真的都超级暖心，你们真的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推手，给自己拍手滑下去了原来我的 BGM 可以大声一点是不是？谢谢你们，欢迎来到猪猪的募资现场。我实在是很难得可以在晚上的时间看到大家，因为通常我都是开中下午台，所以这个时间应该就是我准备洗嘴准备困的时间啦但是听说我这个时间听说团水中这个迪卡屯足记伫咧这个暗时伊台语的灵也会熊比较少点等的谢谢谢谢 Jason， 谢谢，而且我的感冒其实也是还是有一些不算痊愈，但是复原中啦，所以今天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听到我一些比较咳嗽叭的那个声音，请不用担心OK， 谢谢你们，对，而且就很可爱的是，我觉得因为3D 募资这个计划实在太过庞大了，所以我完全是把我自己生日季这件事情压下去了，但是我没有忘记我的生日快到了，就是5月30号的端午节，好不好？所以我今天戴上了一个生日帽，我给我传这给冷哥，但是为什么问我说，猪猪这个给冷哥很像那个从你那个初配信用到现在，第二，我每一年生日不晓得为什么都是这个，经费不足，谢谢大家。为什么？我们这次的经费全部都砸进那个3D 募资了，谢谢。经费不足换新蛋糕。等一下，我是不是又忘记 repeat 了？等我一下，等一下我把那个我的 BGM repeat 一下等我一下对了，忘记 repeat 了，然后对，募资的连结我们来置顶一下，也谢谢水灵宝贝已经在下方的资讯栏帮猪猪把我们的这个募资的这个我看一下好，已经放到下方的资讯栏了。好，那我这边也稍微置顶一下，然后就进入我们的正题咯。还在弄，没有关系。那我这边就是先用我们置顶连结。好，那么猪猪来 3D 画演唱会以及台语专辑的募资正式启动。在那之前呢，来请听我娓娓道来。在那之前呢，来请听我娓娓道来。我先把这个3D 募资的这个讯息先置顶一下来收起我刚刚哭得稀里哗啦的情绪。好，总之对，今天选在这个良辰吉时开启了我们的3D 募资，然后首先也感谢牛妈来在我们前期1个月疯狂宣传的这段时间，牛妈帮我们用这个非常非常本土的星系名体以及彩虹帮我们顶着整整1个月，今天总算公开了。牛妈总是第一个被破梗的，这才是不好意思牛妈
而且牛妈超屌的，就她已经就是千叮咛万交代我们，可能在设计的时候不要星系名体配彩虹，但是她居然有办法把星系名体的彩虹弄得这么淋漓尽致的漂亮，这个就是专业，你知道吗？熊兰老师，谢谢你今天来，这根本是吐不出来的彩虹啊，这太有设计感了。我们先谢谢牛妈，好不好？牛妈这被破梗已经是老扛了。先谢谢牛妈，好不好？对对对，那我先把这张图收起来。好，那么呢，总之我们今天8点10分，我们的这个募资正式上线。其实8点就已经上线了啦，只是跟大宝老师稍微聊了一下。8点10分在差不多，我们就是可能脸书啊、什么推播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里也是会稍微 PB 跑一下之类的，反正就8点10分，好，全数公开这样子。那么来，事情是这样的，各位，请听我娓娓道来，请听小女子娓娓道来。来，简单来讲，就如同我们这一次募资页面上面非常非常清楚记载的，我们这次是以台语专辑以及我们3D 演唱会来做一个主轴式的募资，好不好？那么在这之前，也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是以台语专辑为主。来，事情是这样的，各位长官，其实我们也可以先 showcase，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先 showcase， 就是一个 3D 的一个可能几首歌的展演，是可以直接送给大家，如果有达标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希望说先有专辑之后，我们除了可能拼一些比较破圈的梦想是什么金曲奖之外，我们希望我们有了这个专辑之后，我们有了算是比较充足的一些原创曲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把接下来的 showcase， 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3D 演唱会，甚至是我们500万最高的这个达标的目标，我们线下的版的去把它全部都是以台湾文创、台湾原创的这些歌曲去做展演，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希望我们的募资不是只有单是只有 3D 演唱会而已，我们要涵盖着文化，我们台湾原创在里面。因为台湾的原创，不管是我觉得是一个产业链不管是从前面的绘师到建模，然后到我们现在生而为台 V 的我们，其实在这个原创圈真的大家都很努力，那更应该是被看见。等下葛莱美奖有点难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除了这个金曲奖能够冲刺看看之外，那我们这个专辑做出来，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把后面的这些演唱会把它完完全全的本土化了？有机会，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个专辑必须要先做，一定要先做。对，再不做的话，那我们可能后面的3D 演唱会或者是 showcase 都会被影响到，可能一些内容的一些什么进度等等的。因为我是觉得说，做到现在第3年了啦，文化传承真的是很重要。那不如我们就把它做大，我们就直接把所有的梦想投进去了。我们的梦想跟一些文化传承的一些目标，我们全部投进去了，完全不藏。对，那么在这里，好，请听我娓娓道来，各位长官们。的确，这些3D 募资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梦想，它很美，可是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所以其实我们也必须公开透明的告诉你们。对，我跟大宝老师，其实在今年年初呢，努力的有在写我们台湾台语的这个政府补助案。那政府补助案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投，可是我们根本也不晓得有没有办法被选上，我们不晓得有没有这一笔资金可以去做这个所谓我们想要投金曲奖的这个专辑。对，但是我们也在思考说，我们都已经投了这个补助案的部分了，我们还要募资吗？但是我们思考了一下，还是得募资。为什么？因为补助案不见得会过。那补助案不见得会过的这个状况下，募资也不见得会过，懂吗？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年初就决定了，好，如果说两边我们都不确定能不能的话，我们不如两边都努力起来。对，那当然大家一定会说，你万一两边都有怎么办？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我所知，其实影音或者是做专辑 MV 这些东西预算是无上限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今天募资真的靠各位大佬的帮忙，很顺利的真的有解锁第一阶第二阶好了，但是
但是呢，这些钱呢，你说要拿去挪做 MV， 或者是做一些更厉害的一些制作跟宣传，其实钱一下就烧掉了，懂吗？有时候说好，今天可能我们真的3D 募资好有达到100万、200万好了，好，我们这次目标大概是设100万，就算是有一个专辑；200万的话就是 showcase， 我们算200万好了，200万我们拿到了，但是呢，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做专辑 MV， 懂吗？其他全部都被烧掉了。那个专辑 MV 的预算不在，那如果今天我们很努力，然后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愿意赶快看行，我们这一次的募资如果有达到很好的目标，甚至最好的一个安排就是说，我们就连6、7月的那个补助，好，结果宣布了，迪卡囤足机，大宝师这边确定也是有拿到补助的话 ，OK， 那代表说我们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把它完整化。把它 MV 基本上可以做得非常的下趴，对，但是你要说多下趴也没办法太下趴，因为其实有一些看起来看似还算勉强及格的那些 MV， 其实就已经很烧钱了，对，所以就变成说，今天即使我们拿到了这个补助，我们一样会去把这些我们的专辑优化再优化到没钱，懂吗？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预算无上限，有多少预算我们就多做多少事情，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变成说，我们两边都试看看，就看说有办法走到哪一步，就看是不是真的是政府文策院那边给面子，给我们一些可以做一些专辑的资金以外，我们这边募资的状况，如果说也成功的话，说真的，我们在这个文化推广会更加的顺利。那因为我们其实这一阵子密集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在思考说要怎么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大宝是嘴很可爱，你知道吗？他居然还编辑了一个非常有诚意、很制式的一个讲稿，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很像是大宝是被盗账号的讲稿，你知道吗？来，我真的觉得太有诚意了，对，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开启募资页面的这个时间点，这个 moment， 我一定要先让你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两边都有在努力，对，然后也希望我们公开透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诚意，以及我们真的超级努力。那两边老师他募资的那个文案超级不像他的人设，你知道吗？募资文案是与迪卡携手打造顶尖台湾文化制作，这个的确，我们希望有办法做到。亲爱的朋友与支持者，我是迪卡，这真的很像被盗账号。一个全新推广台湾文化的 VTuber， 我的全新专辑计划即将启动 ，OK， 目前正在启动中。这不只是一张音乐专辑，更是一场融合高质感 MV、3D 视觉化设计与专属节目企划的文化盛宴，承载着将台湾之美推向世界的梦想。这是讲太棒了，知道吗？为了让这份作品达到顶尖水准，我正全力发起募资活动，没有错，肝都没了。同时申请政府补助，期盼集结每一份支持的力量。写得真的是太好了。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需要募资又要申请补助呢？我想真诚的说，影音品质是靠钱砸出来的，真的很贵。从专业的录音棚、顶级 MV 拍摄、3D 视觉特效到节目制作，每一环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政府补助不一定会通过，募资的成败也充满着未知，的确是未知呢。即使两者皆成功，资金仍不足以支撑这份梦想全部实现。的确是这样子哦。因为我们两边我们也不晓得说我们补助可以拿到多少，我们甚至不晓得我们这次的募资可以成功解锁到多少，对不对？我现在越念越觉得大宝是被盗账。总之，希望透过每一份资源，让我们的内容更扎实，品质更精致，将台湾的文化精髓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现。每笔赞助我们都透明投入创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补助，或者是我们的资金运用到哪里，绝对是公开透明，化为震撼人心的影音体验，没有错。梦想不易，但有你们，我无所畏惧。你的赞助、分享或每一句鼓励，都是让这个计划更上一层楼的希望火花。请加入我的募资计划，
哦，这个时候呢，嘿，我们已经置顶连接上去了，很棒，一起打造属于台湾的文化顶尖之作，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谢谢你们，让迪卡的梦想不再孤单。这时候后面应该都要加上钢侠再钢侠。我今天其实稍微自己有蕊一下，我蕊到这边的时候，我以为我大概会在这边哭吧，但是就是很妙的是，没想到实际公开的时候，我居然是在前面哭。我真的是看到大家纷纷降落下来，还有就是大家纷纷就是过来打招呼，我真的太感动了，你知道吗？先哭起来放了的。OK， 所以希望啦，就这部分先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有在补助这份，也是有在做努力。好，那我们也是坚持说，我们在今天开启募资的这个前半段的现在，我就先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在努力这一块。好，因为毕竟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先交代出去，好，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了，公开透明，好，这样子我是觉得会比较安心啦。我自己是觉得，我就是做人太老实，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在后面交代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总是希望说这些东西我压在心里面，我还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们从年初忙到现在啊。忙这个募资不够啊！你知道那个补助案的东西多累吗？哇，这是2倍，老师已经不止2倍了，它像是5倍，知道吗？对，对，我们就交代清楚，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努力，对，我们努力让这个东西更加的完整化。OK， 大概是这样。那么方才大家应该已经看到我们的 PV 多么的台位了，哈哈。PV 的部分真的 YHL 老师真的是太神啦，真的是超级感谢，好不好 YHL 老师，而且他就是赶工赶到他就是在出国前一天还在帮我们修这个 PV 的一些算是细节的部分，然后更感谢很聪那总裁的部分，其实是我们考虑了一下决定询问一下很聪那总裁是不是有办法帮我们加进去，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把这个 PV 完整化之后，我们发现很像还是希望有一个最在地的口白，于是达宝老师就快点再去询问很聪那总裁，就他马上一口答应而且他还录了好多个版本，而且重点是他还问我说什么是米刷一个口澳门讲虾米是米刷，你刚猜超可爱的哦。对，然后大宝就跟他解释说啊，面线是我家的观众啊，对，就是一直都很支持这个频道啊，对，所以这个 PV 我真的觉得太有这个台湾文化传承的价值了。对，我觉得顺便也是可以让就是现在可能比较没有接触到一些广播电台或者是工商服务一些可能老频道的这些观众受众族群或者是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棒很新鲜的体验之类的啦。好，谢谢你们大家。 OK， 所以这个补助的部分必须清楚先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也是有在努力这部分，但是我们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可是我们还是得去做，我们希望我们有更足够的资金把这个文化传承推展下去，我们的展演希望可以忙烈看行啊，知不真的是忙烈看行好，来我先喝口水，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好一连串的这个介绍好，然后总之募资页面已经在置顶连结，甚至是上下方的资讯栏了，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去稍微参考一下我们这次的募资内容。那么现在呢，我就带大家浏览一下我们这次的募资内容来，来，首先呢，大家一看应该就可以眼睛非常的雪亮的发现，我们这次3D 募资的主视觉图就来自于我们很厉害的火火老师。好，那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也会在稍等，就是工作团队的部分会带大家一一介绍火火老师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其他就是这一次贡献各种肝脏的老师这样子。对，谢谢你们先记住2位老师的肝。听说火老师选字正确。我只能说有火老师真的有默默在低台啊，对，真的有默默在低台。好，总之呢，迪卡吞吐机首张台语专辑第2B，然后台婚3D 演唱会企划开跑榜烈看行了。OK， 迪卡要用台 B， 要用第2B 把5000年的台味唱进你心里面。
那至于这个 DLB 的这个部分，也是大宝老师精挑细选，然后才成为我们这一次的3D 募资的这个算是主题啦。对，因为您刚才讲 DLB 是什么意思 ？DLB 台语的 DLB 基本上要国语去解释的话，很合这个味道吧，那种感觉。哎，对，猪肉毛毯你没有看到？私人影片的部分啊，转公开了。嘿 ，OK， 谢谢。好，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 PB， 目前应该有在转公开的部分了。这个部分可能再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第二啦，就是这个 DLB 跟哈 B 有一点像，对，但是我们这次就特别取了 DLB， 然后来把它当做我们这次3D 募资的一个算是主要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对 ，DLB。OK， 那除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前面主题的部分，我们其实这里也有做一个快很准的一个传送门啦，也就是说，有些人赶时间，因为我们大佬们时间真的很赶，非常非常的赶，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太有时间去浏览这个网页的话，这边传送门都帮你们准备好了，好不好 ？OK， 那前面这个部分只能说，猪猪是谁，迪卡是谁，基本上解释的还蛮清楚的，清楚到就是我自己看蛮害羞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的呢，因为这个募资页面基本上不一定是 for 我们 VTuber 这个圈子，也就是说在挖贝上面我们希望有其他不一样圈子不一样的团体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非常非常台位的一个募资，所以我们势必也是得要介绍一下什么是 VTuber， 迪卡在冲啥，然后越在地越国际洗虾会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也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做了个编辑，然后所以自我介绍部分是一定要的啦，所以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在可能破圈这个部分稍微会还蛮加分的，所以我们就是放上去了。对 ，Hello， 晚安，真的是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大家，真的是超开心的超级开心。我们现在要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募资页面，对。然后反正不管怎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点啊，你们只要看说就是绝对不烹啊，不呆萌啊，精明又干练啊，这个就对了啦，对啊，其他对这个稍微浏览一下这个基本上跟了猪猪3年多的你们，大概应该也知道，就是猪猪可能经历过些什么东西，烹在哪里啊，什么之类的啊。如果是新观众的话请让他们谨记我的精明干练就好了，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最下面这个好可爱哦，为什么你会爱上他？够台够好笑吧？隔壁邻居在聊天，满满台式幽默。然后台湾魂爆发，我真的觉得这个也很可爱，看他就像看到台湾的缩影，温暖又骄傲。哇，我真的觉得超级，总之就是看得很暖心呐，就是大家都很爱，就是臭猪猪很烹啊，金萌干练啊。可是在认真的时候这个夸起来真的是也是夸爆超夸，你知道吗？超级夸，什么够烹够好玩，好意思讲喝艺术共OK， 好啦，反正自我介绍部分是一定要的啦，先让就是可能还不知道猪猪的大家认识一下猪猪然后紧接着我们专辑的介绍也介绍给大家一下这个专辑的部分。触鼻我怎样得香来，基本上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去年跟大宝师的这个缘分来自于我们这首歌卡甲。对，因为去年我就很积极的希望可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频道的原创歌曲。对，然后反正辗转呢，透过巧，然后引荐了大宝老师，巴加的卡甲就出来了。对，然后没想到说这个卡甲就是大家的接受度颇高，甚至我们还领了奖回来。对，于是其实那时候就有在思考说如果大家对于台语这个接受度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广的话，那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试看看，我们做个专辑，我们发个美梦，我们把专辑直接制作出来，那是不是未来还有更多的梦想可以去实现？对，例如那个最梦幻的那个金曲奖之类的。对，我们把梦做大，有梦最美。是蔡基里奖，谢谢，感谢，宣传影片好赞吗？对，
都是大宝是加的，而且只能说加的真好，看得又气又好笑，你知道吗？对，专辑的部分，所以来带你们看一下前面这个首张专辑的这个介绍页，大家可以大概浏览一下。我觉得他每一字每一句真的都说到我心坎里，所以其实我在看这些文案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动落泪的那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次就是以我们专辑现在做出发，我们有了专辑，我们可以去试看看所谓投递这个奖项的美梦之外，那我们接下来如果有达标 showcase 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3D 展演就可以更加有台湾味，更加有台湾原创元素在里面，好不好？属于台湾人的这个 3D 展演这样子。对啊，我真的觉得很感人耶。对，团队大家是真的都很用心，而且真的是很台，不知道为什么比我还台，有办法台成这样，怎么了？所以我发现其实大家在心里面都是很台的，对，只是因为有些东西太台，反而会让大家可能有一些惶恐。但是好死不死，我的频道就是这么台，所以我反而大家集结起来，把自己的那些台味完完全全做一个统整之后，你会发现，哇靠，真没想到可以爆出这些火花来耶！谢谢长官。好，那总之呢，这11首歌也带大家看一下，因为这11首歌如果是我们非常忠实的老观众的话，应该基本上都不陌生这些歌名啦。然后到时候有尾牙吗？你说今天吗？今天的部分，你说今年的部分吗？今年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自己线上的一些好笑的抽奖尾牙，基本上还是 OK 的还是可以办的。对，大家都确实够台位的。对，如果你们那个台位无处宣泄，请宣泄到本频道，或者是你无处宣泄的资金，请宣泄到我们这次的专案，好不好？来，首先第一首是 Gazi， 这个算是开场乐啦，好不好？带上 Gazi 带，然后进入迪卡的宇宙，好不好？第二首歌卡甲，就是我们去年在金曲奖有领到了一个原创歌曲奖，写下与粉丝留下的一个卡甲，就是跟大家一起的这个足迹之类的咯。老师后期拉塞，乱磨尾牙都还是有你的破坏期发型。对，彩你不用担心啦，反正你有吃不完的芋头，好不好？对，募资平台跟平常开台，对我们还是会分开的。那不熟悉迪卡丹有一种见证历史感觉吗？谢谢啦。是钟诚老师 ，My God， 老师，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来，人行华夏欢迎咱钟诚老师。钟诚老师，哇，没想到这个时间居然有办法把你迎来耶！因为这个时间对于双宝爸而言，真的是忙到不可开交。来，钟诚老师来了，对，那没有关系，我稍微更改一下我们的节目节奏。为什么？对，我可以为了钟诚老师稍微更改一下我们算是节目的一个节奏之类的吗？为什么？因为我很怕钟诚老师等一下可能要去忙小孩。来，钟诚老师，第5月27号的那个已经在 C 乘 C 的线上平台，我们公开咯。来，您等我一下，我把它抓进来。来，钟诚老师，钟诚老师，谢谢你来赖神创世，好不好？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台湾本土原创漫画就算了，还是总统级的台湾本土原创漫画的第3部赖神创世。哇，即将要问世了，目前是周更中，周更超累的，你们知道吗？要急稿，对，我们那个钟诚老师的肝很厉害，努力的不要让他硬化，还要顾小孩，对，真的太厉害了，你知道吗？对，所以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起来，好不好？对，而且有第一话已经可以试阅了，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我把那第一话开出来，然后看一下第一话的部分，我们看到钟诚老师的这个，而且其实我每次看钟诚老师的漫画我都会想到之前把钟诚老师邀请过来我们去年第1季的那个台湾文创足迹的那个访谈节目的时候，就是他真的很反差钟诚老师真的反差到超级可爱来，我先把这个 C 乘 C 的这个连载平台先丢给大家。
好，谢谢你们发现了，就是宗成老师的这个小小的巧思呢。啊，四边包神不打洞，嘿，是那个四边包神不打洞，怎么回事？这话我们怎样啊？这个四边包神不打洞，这个听说厂商疏失，好不好啊？听说那个很像是那个台北某个厂商，对。然后不是咱高雄的啦，那个想请你去问一下宗成老师啦。老师，你这张图那个哪一家厂商输出的？对，四边包神不打洞。好，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吼！大家这引颈期盼的，我们这个算是总统级的吼第3部大作吼，总算已经开始吼，我们周更连载了。对，对。这个四边包神不打洞，对，这个从哪里来的这我不好说，对，总之很像不是在高雄，嘿，听讲在台北一个厂商，吼，他们在是哪一个厂商啦，吼，好不好？好 ，OK， 那么就是接下来啊，我们其实一路看下来，下面啊就会有我们的工作团队的这个部分，好，工作团队的部分一定也是会介绍到我们钟声老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趁着钟成老师先来的时候，我们快点来帮他先宣传一下这个四边包神不打，不是四边包神不打洞，是赖神创世开始连载了，刚好我觉得时间尬得很刚好就是昨天开始连载，然后今天猪猪又要跑募资，所以两边刚好都可以宣传一下这样子，对，可以转动吗？就不好说。好啦，感谢我们汤包哥32个月的以世足总裁，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哦！我为了忙这个募资，我真的完完全全已经忘记我的生日快到了，我的天哪！乱改老师昵称没有啦，老师啊，没事啦，对啦，这只猪太累了哈，请见谅。好，请大家一定要支持起来哦。好，我们本频道由四边包神不打洞没有赞助播出，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好，宗成老师这一次总算大家那个敲碗敲破的这个赖神创世的这部作品，谢谢大家留言留起来，好不好？对，上联赖神创世，下联倒数5日，横批四边包神不打洞。好，没有错。哎呦 ，Sever 伊拉塞 Sever 是我男的新郎官哈。好 ，OK， 那我们先把赖神创世先放在这边。好，然后 OK， 那我们就继续照着我们的节奏继续跑一下。好，把这个募资页面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好，猪猪喝个水哦，你们等我一下。好 ，OK， 紧接着呢，刚刚跟大家讲到了，来第2首就是我们的卡甲，我们的足迹啦，去年的这个原创曲的这个部分，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而且应该也被我洗脑到已经很熟了哈。第3首歌，嘟嘟嘟，怎么回事？怎么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嘟到我们这首歌真的把它具现化了，真的把它具现化了。好不好？台式舞曲打错字错到嘟嘟嘟没有错，错到嘟嘟嘟的是安呢，好不好？我真谢谢你们哦。嘿，听起来感觉有嘟嘟嘟的感觉吼。好，刷了来，我们第4首歌75C， 帅气舞将摇滚风格75C 就是力量，好不好？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频道内梗啦吼。来，天蓬元帅，复古台味舞曲，让你了解最蓬的迪卡。好，我不想念这一句，你知道？接下来是 NC， 好 ，NC 这首歌超级好听，你知道吗？其实这些歌曲我们真的是高成本制作，对，我们根本就还没开始募资，但是前面的 demo 我们已经录得差不多了，知道吗？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一次其实基本上是高成本、高诚意在募资。为什么？你们知道做一张专辑成本多高吗？你们自己去算就好。例如说，我当初跟你们在募资卡甲的时候，当初是募到15万，对不对？好，我们15万成就了一首卡甲。那今天我们这11首歌，我们只要达标就有一张专辑。那11首歌，来，11首歌我们募多少？我们募100万，对。但是你们想一下哦，11首歌，如果我们扣掉卡甲好了，10首歌。然后每一首都15万好了，而且15万其实也只是及格边缘的状况下，我们是不是如果是10首歌的话，应该要有150万才对吧？
是不是知道那个差别了吗？所以我才说我们这次真的是高成本、高诚意来募资这一次的东西，就是希望一旦康行。我们这是100万就达标专辑制作，对，所以真的两位老师干没了，对，而且他常笑自己是一个惯老板，但对我们而言他一点都不惯，好不好？超暖心的好不好？诚意超满的，也谢谢阿斌，满到一个不能再满了，你知道，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专辑10首歌，有数位专辑以及实体专辑，还有主打歌的 MV 哦，已经包含主打歌 MV 在里面咯，是有的哦，这100万里面哦，这到底是多烧钱？烧到整个肝都没了哦。然后台语创作专辑融合了5003岁嘛，哦对，过2天5004岁了，好不好？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高成本高诚意，哦，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快点先把这个专辑先解锁掉。那我们来拼一个金曲的梦，我让那个计划买呀，好来破圈看看，能够破圈能够玩的我们能玩尽量玩，真的是这样子，好不好？好，帮大家看先起来哈。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做专辑，我们有了专辑，我们才有更多这些台味的原创的东西可以展演出去。那可能 showcase 好 showcase 的部分大致上，如果大家就是之前常看一些 3D 展演或者 showcase 或者是演唱会的部分，会知道说 showcase 大概4-5首歌。那这4-5首歌的部分呢，基本上就一定就是抓我们专辑里面的其中4-5首，好表演给大家看。好，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解锁到下一阶段，好，也就是说，来演唱会的部分，我们基本上就是设定20首歌。所以20首歌基本上我们专辑里面所有的歌一定是放进去唱，那其他那些剩下的歌呢，我一定也是专于原创。那专于原创的话要去哪里抓？一定 V 鹏鹏的歌直接抓来，好，一定也是会精心挑细选几首 V 鹏鹏的原创曲抓过来唱，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好不好？而且方才我们钟诚老师有来，他这次也帮我们参与了 showcase 的电子花车的舞台设计，真的超级屌，好不好？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阶段是诚意满满又台味十足，真的希望可以一一的解锁，让大家看到真的是非常非常台味的展演，把它具现化。所以专辑就是一个起点，对，我们必须先要有专辑。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就像我跟你们讲了，我们可以先直接解锁，可能100万就 showcase， 可是 showcase 可能就很可惜，没有太多台湾的原创东西进去。我希望我们频道的这个原创的东西可以塞满满给各位，塞在我们的 3D showcase 或者是我们 3D 的台味公庙大型演唱会里面，甚至万一真的有机会解锁到最高好了，好，这些东西我都希望是诚意十足的，是我们频道占大部分的原创歌曲，这样子我是认为真的才是我想要做的一个梦想之一，这样子，好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目标不好达成，对，甚至我们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能做的努力就是尽量去做，好，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次就是先从我们台语专辑开始，对 ，OK， 那这个台语专辑做了，基本上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奖项可以去把它做一个推广，做一个破圈，好不好？好。大概是这样，我要公告最高传播，我要领夹嘴，我有好多事情没跟你们讲等一下慢慢讲。好，然后在这次就是3D 募资页面打开，可能大家会发现说，非常非常的丰富哈。那在我介绍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右手边已经有一些方案了，大家如果看的喜欢，也已经可以先下标下去买了，因为待会就是最后。好，我们收播之前一定也是会跟大家一一介绍我们这一次所有的这个套组啊，或者是单卖的部分。对，哇，8点54分，时间过得好快。是光哥啊，光哥谢谢你，我会加油。然后新风铃，谢谢，感谢了，真的是不成功就成猪啦，好不好？不成功就只能成猪，至少我们努力过了，好不好？其实我们团队不能接受的是我们没有努力呢，因为我们团队都知道说这个东西也不晓得到底是不是会成功啊。可是如果你不成功的话至少你努力过了，反正就还是一只猪嘛，不然怎么办？就还是一只猪，但是我们还是要试看看啦，我觉得啦，对，不试的话也不晓得到底可以跟大家一起冲到哪里。对，不成功变成猪。好，大概是这样子。来，我们进行的时程的部分，来。好，大概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推算啊。
也就是说，我们2024年的12月的第2届金币奖双金的加持，我们斗胆发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开心，很开心，我们获得了算是2个奖项嘛。对，那个时候因为这2个奖项让我们知道说啊，原来我们的这个台语原创曲，大家还是很肯定我们的，真的是还是有更多的一个很多的曲风，或者是更多的期待，可以希望去做一个更多的延伸，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些台语歌曲。好，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获得了一个10万块的人物建模的这个奖品。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奖品，让我开始在思考说，哇，有了这个人物建模，我不想要浪费这个奖品，就只有建模在那边，那是不是真的要走向 3D 了呢？因为其实对于个人事而言呢，你要做一个 3D 募资，真的非常非常，你胆子要很大，你胆子要很大，所以当时就非常的犹豫，对。但是呢，之后跟大宝老师讨论后，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试看看，对，也不要辜负了可能金币奖的这个缘分，以及金币奖让我们获得了这个奖品。那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在跟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散乐的这个合作伙伴在讨论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讨论非常非常多关于台式表演的东西。对，那因为真的大家都没想到有办法呈现出这么台的想法，于是我们就决定说，哇，这演唱会真的可以try看看。对，因为一开始我们想说是不是我们人物建模就先做，然后再看说要不要募资，但是没想到大家那个群组台魂整个爆发，你知道对，这个部分待会我们在那个工作团队介绍的时候会再跟大家更细的去讲。好，总之呢，就是一切就是我们12月真的是获得了很棒的肯定，于是我们就是真的是想说，不然我们就努力看看，即使再累，即使再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功，至少你努力过了。而且我是觉得今年来做努力刚刚好，因为 VTuber 说真的啦，因为这个产业每个月都在变化，对，那我们今年如果不做的话，明年搞不好市场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今年要把它推出来。好，1月我们就开始，我们1月就开始规划专辑制作与募资计划内容了。对 ，OK， 专辑歌曲制作启动，那个时候真的是 demo 录到10首 demo， 你们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3月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先把我们政府补助那边的东西先完成，先爆肝一次。接下来2次爆肝，就是我们这次的募资的这些东西2次爆肝，所以我们一路爆肝了整半年。好，所以5000老师完全知道他的肝也没了对，新兴的很多，毕业的也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只能把握这个时间。好，即使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至少在我现在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来做看看。这是我们丁爷，你是第5名吗讲到丁爷，我跟大家正式介绍，我们丁爷这次真的是我们3周年，除了猪猪的生日季，我们的大佬们，我们的3周年年资36个月以上的大佬们有福咯，好不好 ？OK， 保重身体嘛。米耶，好久不见，好，会的，没有问题，好不好？所以基本上来，我们总之呢，爆肝了半年，到今天5月28号，总算我们这个募资的内容可以完完整整呈现给大家。好，那基本上啦，如果一切都顺的有募资达标的话，那我们是预计就是7月我们就3D 就要开始制作了。哇靠，一切都很快耶，好赶，你知道吗？然后8月份那个募资回馈品制作，然后12月就今年12月我们 DOB 专辑就要正式发行。哇靠，今年12月，哇靠，时间非常的赶，好不好？那个100万先催泪，谢谢大家也就是说，我们12月已经计划了，我们专辑会在12月正式发行。OK， 那大宝师也没再跟你客气的，就是做好它，我们就直接投进去讲，就是这样。对，我们就做好它，我们就直接冲进去讲。对，就是冲个入围也爽啦，没入围就算了，你知道吗？对，因为我们能发梦的时间就不多了，今年我们来做梦看看。对，我们有梦最美，今年我们就来做看看这个美梦。对，因为明后年搞不好市场又不一样了。对。OK， 接下来如果顺利的话了，明年1月又是猪猪的4周年了，哇，过好快！我们3D Showcase 就可以在我们4周年上，
然后如果说顺利，好一一解锁上去，那每年3D 演唱会的是咱生日的时阵，有无？好，我们会注意的。对对对，就不只是我，因为最累的是梁佩老师。3月20号要开启第一次人生中的烧腊人生讲座，超赞的啦，丁爷可以的。对对，你已经对你要传承下去。有时间用料理回馈吗？我会还是有时间啊，因为毕竟答应好大家的，而且今天啦，说真的，募资开启了，就是把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了。我觉得今天稍微可以圆满一下了。但是呢，我们这募资的这3个月也是会密集宣传，密集宣传。那因为现在呢还不晓得可以达标到哪里，所以也没得忙，你知道吗？除非真的我们就先达标100了，这个专辑要快点录了什么之类的。对，好，那即使真的忙了，即使我们真的运气不错，接连解锁了第1阶、第2阶，好了，你们放心，料理的回馈。我们高阶会员尊爵不凡的这个回馈，绝对不会让你们绝对有被耽误，好不好？这是我的坚持，好不好？对，目前要我有得忙，先解锁一下啦，谢谢，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到了猪猪3D 募资现场，好不好？然后 OK， 那如果真的我们很顺利的达到了我们的超级下趴流水席 ，OK， 而且这个也真的是。在我的频道的最高的梦想，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趁着丁爷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先直接把这个解锁的部分先刷到这边来。OK， 总之呢，第1阶段就是专辑，第2阶段就是 3D showcase。那这个电子花车的部分就是由我们宗成老师操刀，而且已经说真的，稿子已经早就画好了。就差你各位能不能把它签成了，知道吗？忙丁赶快看闲啊，把它签成我们这个宗成老师设计的电子画车就真的可以具象化了。OK， 阶段3，我们宫庙风的这个场景也由我们翰林老师在很早就已经交稿给我了。好，这个也是我们有得解锁的话，才有机会把它具象化，好不好？第4阶段。线下国宴级台式流水席的这个部分，说真的，这个紧邻我这个最大的梦想。我曾经跟大宝老师讲过说，天哪，如果哪一天办的，真的希望可以就是煮给大家吃。那大宝老师想了一下，就觉得说我要煮给大家吃也太累了吧。他那边其实有一些兄弟就是国宴级大厨啊，可以来玩啊。他就丢给了我一句话，我说哇靠，还真的有得玩哦。也就是说，这些国宴级的东西，我们是有办法把它具象化成，例如。炸厨余不是来啦，我给新观众没看过，不是炸厨余。我讲到这个，我又想到之前我们去那个宅知道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谢六探跟鸟屎啊，我真的是爱死他们了。好好的一个料理变成炸厨余啊，我们那个炸国粹炸厨余哦。我这明明炸国粹好吗？好，我先不开炸国粹，来。总之呢，本频道其实一直有在研发一些台味的独创料理呢。对，台味的独创料理的部分，其实在猪猪频道，这个好小哦。好，总之这个是某一个什么景富东坡玉金砖呐。好，这个就是本频道的牛妈帮我取的吧？对，然后前菜清冰箱，气死了，你知道吗？好啦。关于什么是炸厨余，请你们自己去 Google， 现在才知道迪卡的那个精华。我真的是谢谢六探跟鸟屎，我真的是爱死他们了，好不好？对，这个是可乐果猪脚，可乐果航吧。是我们的粉圆呢。对，好，大宝老师，我现在在洗脑他们，知道吗？清冰箱。好啦，可乐果猪脚，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独创的料理。然后这个咖喱饭哦，看似普通。但是他加了香菜粉，没有囤，不要再囤了。讲到囤，你们刚刚有发现我们专辑里面有首歌是囤鸡吗？那个囤鸡是跟你们致敬啊，囤鸡啊，知道吗？那首歌超好听，原住民风格，好不好？好，来，接下来，好，总之呢，就这些料理的部分，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在那边，就是希望说，是不是我有机会煮给大家？不是，怎么在这里？好，
跑掉了？是不是我有机会煮给大家吃之类的这样子？于是大宝老师他就一句话就说：不是没机会，真的是可以算是发想看看这个梦想。对，于是我们就决定说，如果真的要办的话，要多少钱？我们真的去细算，哇靠，真的不便宜。但是呢，如果是以国宴级来讲的话，不是没有机会。对，甚至呢，我们这次简单来讲，3周年，其实丁爷，我那边已经跟丁爷讲好了，他会帮我们把36个月以上，也就是说满3周年的高阶会员的这个福利，由他亲自寄送他们家的肉肉给你各位尊爵不凡的3周年以上的大佬。对，但是为什么是3周年以上？这个可能等到我们募资页面介绍完，我们再跟大家一一介绍。没有囤积，不要再囤积了。好，总之呢，这个也是我们500万最高等级的梦想之一。这是什么？这个丁爷是我们的梦想。康就上，天哪！谢谢站长，我们现在在把我们的梦想打开呢。我们的梦想是丁爷，这首歌不是，对不起，不是这首歌。这张照片感谢丁爷的提供，好不好？感谢丁爷的提供。其实如果有机会达标500万的话，除了想要办桌给大家吃之外，对，你们发现了吗？这桌是神明。我甚至真的想直接把曾经帮助过我的生命直接请来。对，中间那个是丁爷啦，丁爷送给我们的照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大我们达标500万的梦想。因为台湾文化紧邻着宫庙文化，就不得不说，这些神明真的在冥冥之中帮助了我们，甚至是非常非常多人。当然这关系到个人的信仰，可是至少我是实质被帮助过的，我这3年，所以我一直有在思考说，我们真的有机会达标这么高吗？真的有办法吗？但是不管有没有办法，如果我们真的达标了，我就真的要把这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神明，就像这样子1-2桌，把他们邀请过来，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非常非常台的一个3D 展演，以及线下吃桌。那当然如果真的有实现这500万的这个梦想的话，也一定要让神明除了平常出的炸国粹，不是炸厨余，我们不可以给神明吃厨余，一定就是国粹了，知道吗？除了炸国粹，那些巧思全部都请国宴级的这些大厨帮猪猪具现化之外，我们丁爷他们家的嘉义水上广东烧腊庄的这些肉肉一定也是要邀请过来，让神明好好的吃一顿，让大家好好的吃一顿，懂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梦想，紧邻着一些文化传承、宫庙文化以及在地食物美食的推广，好不好？3色都要，搞不好神明对于3色都不挑食啊，对不对？至于你们能不能玩得太骚呢？至于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解锁，我们可以再一起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去玩这一场线下版的活动，好不好？如果真的有机会解锁，我们才有讨论的空间。那目前就是我们一个梦想上的发想，对。而且其实现在啦，邀请神明来吃这个版的已经算是越来越开明了。那基本上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达标的话，我们是真的有办法办到的，对。就只差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解锁，好不好？所以我才说这次的3D 计划真的紧邻着就是我这3年经营这频道所有的东西都圈在一起了，对。就如同就是跟你们相爱相杀的这些原创料理，居然也有办法可能在我们500万解锁去做一个圆满的一个，怎么讲？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圆满呢，对。因为我一直很感谢我们家的会员们，就是虽然说很爱欺负我啦，对，但是真的在大家需要团结的时候，然后相爱相杀的时候，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很安心的一个能量，以及相爱相杀的一些灵感吧。所以这些东西原来真的是有办法具现化成国宴级料理的，对。所以就是这3个月我也会努力看看，对，即使它真的很难达成，但是基本上先把这个梦想交给大家。很疼爱猪猪，我谢谢你们哦。爱欺负我啦，你疼爱我，好意思讲，跟喝艺术共哦。好，我喝了水。
不好意思哦，我感冒现在还是有一些，时不时会咳一下，好，然后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哪里了？又疼又爱没问题，谢谢你们哦。好，所以这个就是算是解锁的部分，对，解锁的部分。好，那么接下来呢，也想带大家来看一下。那丢鼻喝泪哦，好不好？哦，讲到这个丢鼻喝泪，我就一直想到那个尹春娜老师，尹春娜总裁，他的那个口音讲我个勾追耶，丢鼻喝泪，超级可爱哦！天哪，哦，真的谢谢大家啦，真的。好，来丢鼻喝泪的部分啊，来先大家看一下的瑟西肯娜是不是？我们叫这个叫瑟西肯娜。感谢，来，我们以大哥中央舞为准，36个月以世足总裁，生日快乐，朝着梦想前进，梦想就不远了。你是我们的骄傲吗？谢谢啦，我觉得当然是希望有机会达标，对，但是因为3D募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会尽力而为，对，我们就只能尽力而为。好，我们这个36个月的以世足总裁，我们布鲁斯·玉口大哥。以布鲁斯·玉口大哥中央舞为准，为什么？本频道的总裁基本上从我开会员到现在，基本上布鲁斯·玉口大哥的时间就是一个中央舞呢，就是我的会员开了多久，我的高阶开了多久，然后他那个数字就是多久呢？所以我们都称中央舞为准，就是大哥中央舞为准。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36个月以上的这些会员，目前这些会员。有一些用绿界帮我标到了多少？52个月。嘿啊，那个是谁哈？我待会帮大家一一介绍出来。好，我们把募资页面把它好好的介绍完毕之后，我再来让你们大家知道一下谁这么疯。啊，是妮皮，谢谢妮皮。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丢皮喝泪啦，皮皮。我们 PP 的新衣装超可爱的，也可以欢迎订阅我们可爱的 PP， 谢谢。来，我们的中央舞，我们的后来居上的梅子，朝着梦想前进，梦想就不远了。你是我，等一下，你们是复制贴上，你们绝对是复制贴上哦，你们。来，我们的中央舞呢，第2人就是我们的美邻居宝宝，AKA 朱子先生。为什么？因为他晚大哥加了4天，好不好？对，所以我们大哥以中央舞为准的话，就我们这个珠子，这个美邻居宝宝，他就是中央舞减4天为准，知道吗？好啦，我如果是你们的骄傲，你们也是我的骄傲。对，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成功，但是我觉得把这些梦想交给大家了，对，而且是老老实实的、公开透明的。交给大家了，这样就好了。对对对，好，那我继续来做介绍哦。好啊，绝对不是Ctrl+进，我觉得绝对是Ctrl+里，绝对是这2个看起来绝对就是Ctrl+进。好，来我们丢鼻后类第1，2路1组，而且我们的这个亚克力的这个瑟西肯纳这个钥匙圈好大，8公分呢。真的很大，你知道吗？就是大高雄工业国真的喜欢就澎湃物件，一个钥匙圈到8公分，真的蛮大。因为有些样品在我手上呢，真的有大，我喜欢，喜欢。我这个高达8公分，跟我们那个拔杯的这个丢鼻杯差不多大小了，你知道吗？来，这个杯也是我这一次很坚持要做的。对，我们原本是真的想要去做那种宫庙的杯。我们原本是真的想去做那个宫庙的杯，但是担心就是有一些就是感觉比较敏感啦这个东西，所以之后我们还是就改成说是亚克力的这个材质。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也比较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有一些别扭或者是太敏感的一个问题。对，那这个杯呢基本上也是不小啦，来这9公分，跟我们的钥匙圈蛮相似的大小哦。遇事不决，咱拔杯就对了啦，那直角直下去就对了哈。好，只要你直角，好，就是不知道晚餐吃什么，指一下，就是这样，很好用啦，好不好？相信我。好了，来，旁边亚克力无框油画这个部分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次
一定很想做的东西。对，因为我们火火老师的美图真的是太美了，所以做成亚克力我黄油画这是一定要的。呵，刚有人问你嘛，丢逼是什么意思吗？丢逼，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其实我跟大家讲丢逼就是就丢逼耶，很合这个味。所以我刚刚其实有在跟大家研究说丢逼跟哈逼是，意思我赶快吧，丢逼跟哈逼，若干違いますね，好像有一些是不一样，对不对？好，とりあえず，嘿。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的是丢逼呢，好不好？那大不好是精挑细选丢逼。对啦，很对味啦，是不是？谢谢这个学姐的到来，谢谢，感谢。来，学姐，我们这台 3D 木质开启，我相信我们最上方的 PV 学姐一定会喜欢，我觉得啦。好，也谢谢学姐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继续把那个亚克力签名版的部分，跟各位做个介绍。好，这个亚克力签名版。15×15，那胖个赏心悦目呢，这个部分也是可以体现我们火火老师的这次 3D 主视觉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呐，超美。好，接下来跟大家郑重介绍，丢逼零后搭不锈钢冰块，对，这个味呢，拄好讲给丢逼，这囤足机的味到底是什么款的味？我嘛不知道，你买得起就知道。周边，我跟你讲，这个不锈钢冰块是我们大宝老师坚持这个一定要有。对，他说这个不锈钢冰块真的是超级好用。那于是我们就想说，好办，我们就也是出一组这个。然后因为有4颗嘛，我们就要思考说怎么办。囤足机，那后面还有一个字，到底要写什么？对，到底上面要印什么？咸丰兄弟拉下，谢谢你的到来，真的是啤酒凉拌。于是我们就决定什么？囤足鸡，也就是说每一个冰块上面就是印2个字，上下各印一个同样的字。但是呢，囤足鸡，最后呢那一颗的是丢逼2个字还印在上面，所以就最后的排列可以变成说是囤足鸡丢，好，也是囤足鸡 B。好，但是怎么看感觉都是囤足鸡味比较通顺呐。好，你若是问我囤足鸡的味、囤足鸡的味是什么味？你买就知道啦，紧买知我们套组买下去就知道了好不好？买了就知道啦囤足鸡的味刚才各位这个你们不要讲一些奇怪，可以爆出底干不是？大哥你坏掉，大哥。烫到碰爬，对，我们这次大宝是力推，为什么？因为有一缸一碰爬，他去某个地方碰爬，然后某个余温的老板某一个余温的老板就跟他介绍说，你快点这个什么不锈钢冰块拿出来冰敷一下马上就好了，你知道吗？那是碰爬你不一定要用什么金汉堂万宁暖膏，你可以快点把这个不锈钢冰块拿出来用。然后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助教来了，助教伊拉塞，欢迎，我们诗媛助教，谢谢你的莅临。我们想要跟大家再介绍，这囤足鸡的味不是助教，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对，只是他就是这样子排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排列，因为囤足鸡很奇怪，我就只能排列成囤足鸡 B。好囤足鸡是什么的味我不知道。囤足鸡，碰爬哥来啊！不要再金港堂万宁软膏，就是3瓶是当时这讲，是这样子的，3D 的皮，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把吉米奖的这个奖品已经有确定委托3月了，这个部分好不好？那这个部分，我刚刚稍早有做介绍，那也欢迎就是鸡排好好吃这位先生，待会我可以做一个补档的部分。好，因为这个部分我可能在后面，等我把全部的募资页面讲完之后，会稍微再跟大家做个整理，这样子，好不好？发烧也可以用。草莓披萨，谢谢，用超级留言祈祷募资成功啊！谢谢，希望可以成功啦。对，而且基本上，因为我们的3D 的这个皮10万块的这个奖品，真的是很感谢金米奖的这次的奖品，然后有这个缘分，好让我们跟3月跟子午算是有一个合作，对。但是因为毕竟我们
希望我们的展演可以更加的顺利，以及更加的台位，甚至更加超出大家所想象的一个台位展演，所以我们需要更下趴、更多资金的舞台，大概是这样子。好，但是这个部分呢，待会好，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再跟大家好好的解释。好，在现在这个部分呢，我继续把我们的3D 募资页面的这个周边，先把它介绍完成。好，然后第二笔灵活搭开罐器，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这些周边，其实我们已经迎合了我们这一次希望可以达标到500的这个部分。那如果真的有机会达标的话，这一些我们板的这些器具，基本上你们带过去直接板的也是非常屌逼、非常哈逼的啦。该找金汉堂来赞助了，对，所以这一次开罐器算是猪猪坚持要做的，对，因为开罐器那个时候有跟厂商算是我们努力去寻找适合的一个方案，然后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样品就是目前的这一块，来，我们就是有附金属挂牌一片，是双面印刷的，对，双面印刷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呢，样品也在猪猪手上了，好，所以这个就是猪猪亲自样品拍摄给大家看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否，就是我们板的时候，或者是你各位兄弟被零后搭的时阵，可以直接就拿起来用哦。我上面都写了，都说要零后搭，怎么可以少了开关器？一手也好，一打也罢，开关器记得带上哈。对，如果说那个板的全部都是使用这些回馈品的话，真的会超级的下趴。来，第7个哈逼。环保第2笔餐具，我讲到这个，我真的是不得不把我们当初小精灵的那一则截图截出来给大家看了，你知道吗？来，曾经让 FFK 摆摊小精灵感到非常无助的迪卡痛定思痛，决定在本次3D 募资活动推出环保餐具。有了它，相信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面线感到相当无助了。他们为什么无助呢？请听我娓娓道来。你们等我一下哦，我找一下那张截图。来这边，他们为什么感到这么的无助呢？遥想去年，我的 FFK 在我的故乡大高雄工业国摆摊出摊，那个时候想说体恤小精灵在里面摆摊非常辛苦，于是我想送便当过去。但是呢，我又不能久留在那边，于是我就快点通知米娅出来帮我拿便当，然后他领完便当我就快走快闪，你知道吗？然后我快点躲回车上之后，我才发现我忘记里面有没有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好笑，我发现我忘记放筷子的那个当下，我家小精灵也开始说：“老板，筷子呢？没有筷子。”对，有没有筷子？然后，对我们这个豚足迹频道，大家环保观念真的很好，好用手吃。不是，于是我们另外一只小精灵柚子就说：“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助，太棒了，就是这个梗，你知道吗？就这梗，我真的痛定思痛，你知道吗？我真的不好意思让大家当下这么的环保，非常无助，我感受到你各位的无助。好，我只要痛定思痛，来，不用无助了。”好不好？有了它，从今而后，好，你们吃饭再也不感到无助了，好不好？好，直接买下去，谢谢大家。就这个屌逼的餐具，也是我这次坚持一定要好好的制作出来，让大家不要这么无助呢。哦，这是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这么无助。哦，我吃了会痛。晚餐要吃石墨吗？石墨是什么？晚餐吃石墨，忘记带怎么办吗？忘记带，那你也只能还是继续无助哦，好不好？对，这个可能朱蒂卡这个本频道就不负责了。我们都已经出了这个非常有助的餐具了，但是你还是忘记带，那只能继续无助咯，好不好？而且这些商品目前有些还在监修中，而且你们所看到的这个筷子的部分真的是非常漂亮。然后中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它算是有一些印刷比较浅的 DB 2个字，在黑色的这个算是盒子上面。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之后会烫金，丢币的部分之后会烫金。对，所以你们收到应该是会更加漂亮、更加下趴的这个餐具组。对，但是还是忘了带，买来忘了带更无助这样。晚餐吃什么？用丢币不会问啊，丢呢？是不是现学现卖呢？长官，再买一副。过以后呢，吃板的要自带。哦，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好，以后我们真的这个板的有成的话，好，基本上应该是大家带过去吧？我在想，应该吧？我在想啦。好啦，但是如果真的有成的话，再讨论啦，好不好？来，那是公告版的，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啤酒杯？这个啤酒杯也是我这次坚持一定要加进去的，太有这个本土的意味了啦。对，因为我们在吃板的时候，这个杯子就是这个形体、这个形态，对，所以这次的这个啤酒杯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把它带走呢。对。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否我们为就是最高标的那个板的，如果有成的话，这一字排开，我告下趴，我不因为交杯酒太大杯的，如果真的有成的话啊，各位自己带去哈，试试。这个喝台啤，我跟你讲，对，用这个喝台啤超赞。当然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喝苹果汁或柳橙汁啦，好不好？拔芒柳啊也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啦，对，好不好？对。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下趴的餐具组呢，这个板的必备的这些东西，或是你吃热炒什么的必备的这些东西，也是这次套组里面我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去的，好不好？都拿来倒水也是可以啦，贤夫兄弟。烧热来挡泥板的部分呢，这个挡泥板好可爱哦，这个挡泥板也是这次很想做的东西，然后也是来自于我们泡芙老师替我们绘制的，这个好可爱，拔芒柳真的很好喝，对我自己也超级喜欢拔芒柳，赞啦，超赞，好不好？而且亚比挡泥板，其实我那时候在听品从那中才在讲挡泥板，我听了好多次，但是我现在还是记不起来怎么讲。总之呢，好，这个亚比挡泥板，欢迎大家喜欢的话也把它带走咯，好不好？对啊，而且这个挡泥板配上那个我们最上面的钥匙圈，真的也是一组的一组的，真的很谢谢品从那中才帮我们想到这么多的台词啊！好，烧了来，我们虽然说现在已经要迎来夏季了，很热，但是呢，我们也是会入冬的啦。我们若见帽 T 就高B，对台北人而言应该是还好，但是对我们大高雄工业国而言，或许有一些厚，但没关系，我们总是会入冬。而且我们如果成功的话，顺利的话，商品寄出也是在我们明年的1月，所以时间刚刚好，好不好？快点入手我们的帽 T，你们刚好可以在今年年尾或者是明年年初的冬天穿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也是可以的，好吗？都交杯酒你怕吗？猜猜啊，为了你的交杯酒，我们努力突破500，好不好？多拜了多拜耶，熬到图吗？一叫做熬到图，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们念错，我待会就是结束之后，我再去把它好好的听一遍。然后来这个肉味毛毯，对不起，是我家的，不好意思，这个是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希望开给大家让大家会心一笑的东西。对，因为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太符合本频道了，谁叫我就是一只猪，你知道吗？嘿，我完全乱念，不好意思，好啦，我等一下再去听尹春老师怎么念啊，我得不吸干。好啦，我等一下回去补一下我要怎么念，好不好？来，抓对不好小，公爸比得爸比，还是迪卡特选迪卡牧场养殖温体猪毛毯。奥特迪啊，奥特迪是不是？好难念哦。没有啦，不是真的送猪肉啦，你们冷静，你们看一下，我们是猪肉毛毯，只是我们把猪肉的这个纹路印上去了，而且那时候我还跟厂商千叮咛万交代什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肉肉的纹路很担心他们搞成牛五花的这个纹路，或者是牛肉纹路，因为牛肉纹路就是红肉，它会比较红，对，所以跟猪肉的这个粉红不太一样。如果今天是牛肉的话，牛肉的部分可能稍微颜色会再暗一点，但我们今天是猪肉，我们是粉色系的猪，所以就是有跟他们稍微丢了几张参考图。OK， 果然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找了一个真的是梅花露部分，这一看感觉就是非常漂亮的梅花露啦吼，谢谢厂商，待会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厂商的部分。好，来，有没有发现左下角我们 DOB 的 logo 直接就印在那边，假装它是纹路？这个也是我请厂商就是帮我加一个白色的 logo， 让它假装是我们露露的那个油花纹路。谢谢大家，谢谢。厂商就真的加了，好棒呢，好棒呢！而且我跟你们讲，我这个肉味毛毯，我拿洗肉味毛毯，我还跟厂商讲说，我们要故意包装成那个大卖场的那个透明包装，然后再贴上这个肉味毛毯猪猪贴纸。所以你们当下收到这个肉味毛毯的包装，就是真的就是仿大卖场的那个透明的包装，外面贴着一个什么特选猪、什么安全猪的这个，对，你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好不好？让我们就是把这一次的这个3D 募资，把这些就沙趴、台味十足、创意十足的这些周边，好好的赶快看行之类，让大家都可以收到。真的，你们在收到毛毯的当下，好想看你们的反应哦！真的就是大卖场冷冻柜会出现的那个包装，你知道吗？对，有合格标章吗？所以我们可能那个很像，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加上去。对，但是我们可能有机会的话再看看啦，好不好？SGS 合格标章，这真的很好笑。所以这个也是我跟厂商说我想要会这样玩，然后厂商真的就是帮我变出来这些东西。对，真的超级感谢。我快笑死。好，所以这次就是跟大家慎重介绍就肉味猪肉毛毯，这真是太幽默，好喜欢，你知道吗？超喜欢。对，那毛毯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周边就是统一，应该顺利的话都是在2026年的1月出货。1月份很冷的，不管是我们的落肩帽 T， 还是我们的肉味猪肉毛毯，你们现在下标正是时候，谢谢大家，好不好？好，我们虽然说冬天过了，夏天来了，但是我们的冬天在年底又要来了嘛，对不对？时间刚刚好哦。啾咪阿萨斯。好啦，接下来，对不起，我真的太喜欢那个肉味猪肉毛毯。好啦，接下来高质感木轴布面挂轴这个部分呢，我是看到了，就是火火老师这次帮我们画的主视觉图真的太美了，我觉得它真的太适合木轴布面挂轴的部分了。对，所以我是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希望就是我们这次出一个布面的木轴的挂轴。也感谢厂商，感谢厂商。好，然后接下来，相信大家，我们的老面线们已经有人手一个猪猪在前年 FFK 推出的嘎吉德亚了吧，好不好？那当下我们的嘎吉德亚算是比较平民版，好，我们称为平民版、平民战斗版。但是我们这次融合了文青的这个手把，迪卡3元素之一，嘎吉德亚混皮革大升级，妹子们最爱的文青风在此，让你背出去走路有风，满面春风。那脱单个给孙蛮懂，我跟你讲。好啦，因为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的文青，说真的还蛮喜欢爱用这个我们嘎吉德亚的，所以我不会好笑。你们在博尔真的还蛮常可以看到文青们真的帅帅的拿着嘎吉德亚，我真的没有骗你们，真的啦，所以我才跟你们讲说，你们想妹子是不是文青风在此？是不是背出去给他的五红满面春风？给他孙满懂，是不是？子孙满堂，好啦，这个托特包的样品已经在啾啾这边了，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太文青太美了，所以我有跟厂商在反映说，我希望再加一个挂牌，但那挂牌的那个材质我们还在讨论，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在把它优化兼修中，这样子好不好？嘿，想子孙满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太恐怖了，真的。子孙满堂太有用力，好啦，太有压力的事情，好了，马上把文案改掉了好啦，刷了来，我们这次募资的重点之一，第2毕业专辑，迪卡首张专辑，让我们不只有台语歌听，我们还要一起冲向金曲梦的部分，好不好？我们知道这个不容易，
对，但是我们能做的努力就是还是在这3个月会努力把它冲刺到最后一刻。好，那目前专辑也是在检修中。好，那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必须要先有这个专辑，我们未来的 showcase， 还有我们未来的 3D 展演，甚至我们真的有机会达标我们国宴级跟我们主厨一起构思迪卡的这些菜肴，这些心思，甚至我们把神明请来吃桌，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希望先成就我们的专辑，我们接下来那些解锁内容才会有十足的原创出现在里面，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对，当然这个不容易，对，但是我们还是会试着努力看看这样子。对，好，我们都已经有专辑了，怎么可以没有 CD player？ 你们讲下面是 CD player？ 你买下去就知道了啦，现在少年人不知道什么是 CD player 呢？我这么讲，我就拍解说。那当阵，咱的爸爸妈妈，咱买 CD， 和什么是 CD？ 好，一片圆圆的、薄薄的，那我们要怎么听歌呢？我们必须要放在一个机器里面的，叫做这些 CD player。而 CD player 有很多形式的，但是我们刻意找了一个非常复古的形式，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天线哦。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想体现一下，所谓的复古，所谓的台味，所谓的阿公阿嬷那个时代在听啥会，这些复古 CD player 播放器，好不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赶快看心一下，用过光点播放，不会的，别这么说，好不好？我们只是就是经过了这个时代的变迁，我们看见了时代的眼泪，好不好？时代的你看爱梦也知道，对，限量的残酷。对，在复古点就是黑胶了。我们差点没有把黑胶唱片做出来，是不是？嘿，我们差点真的没有把黑胶唱片做出来。好，那个黑胶万一真的做出来了，我们可能那个成本又必须要提升一下。就不是只有你黑胶之前，我们原本是想说是真的要做录音带，但录音带真的太 over 了，你知道吗？录音带真的有点 over， 说好啦 CD 就好啦 CD 就刚刚好啦，对不对？嘿呀，那个 CD 刚刚好啦，那个录音带我怕你们那个不会卷那个带子怎么办？能不能拉出来卷不回去？我在讲什么？没有啊，都阿公阿妈跟我讲的啦，我妈跟我讲的呀。有啊，黑胶唱片还是有市场哦，因为有些喜欢复古的这些收藏品的还是有市场，好不好？你力奇啊，手刷卖光，真的假的？好，老师，你们如果真的对黑胶有兴趣的话，老师我们应该怎么立？如果我们100万达标，然后手刷还卖光的话，我们就真的出黑胶哦，可以啊。虽然说我不知道手刷大概那个数字是多少钱。老师快点，老师你的旗立在那边，我觉得这个可以立。如果你们对黑胶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先把100万解锁起来，然后我们的专辑一定就有机会出了嘛。然后专辑的手刷如果没有，手刷1000张卖光，我们黑胶就真的可以出了，好不好？忙您看行，我们这个100万必须先解锁，我们才有专辑，我们才有这些 CD player 当剩，我们才有黑胶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玩，好不好？对，好，手刷1000张，好不好？在那之前，我们100万先解锁起来，谢谢大家。100万啦，可以啦，好，忙您看行啦，好，然后。1000张，对说到这个啦，市场音乐这边的市场，大宝师基本上是最清楚的，对。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买到1000张的话，销量真的算是还不错了。好啦，总之我们第一阶段必须先解锁起来，对，这样才有机会，好不好？把我们剩下来的那些更加台味、更加台湾文创的展演，把它延续下去。好 ，OK， 我们的专辑跟 CD player 介绍完之后，最后的这一样一定要慎重为大家介绍。第二 B 纪念迪卡神格化的同款官帽的这个部分，来，你们知道市面上的官帽真的很贵吗？那这个也是我觉得今天我们3D 化募资的这个新衣装已经有神官帽的出现了，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想要把它具现化，所以我已经找好厂商了。
厂商它可以把这个神官帽完完全全具现化，真的很漂亮，但是真的也是价值不菲，真的是1:1官帽，对，所以它的用料真的也是价值不菲，对，但是我认为它值得放在我们的最高价套组，对，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有成的话，那真的就是全台唯一一顶迪卡的神官帽落入你家，对，所以这个神官帽避分真的是可以戴，它是真的可以戴，甚至拿去展演可以表演的，对，所以说如果真的未来有哪位大佬真的有缘分把它带走的话，真的是1:1，他想怎么戴都没关系，甚至女装男装怎么去展演都可以，他是真的可以带出场做一个表演的官帽，对，所以它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是手工的，对，那家厂商其实我看很久了，所以我一直在犹豫说是不是真的要做，但是我认为它真的值得让就是最高价的这个人拥有。对，这个官帽谢谢你，感谢感谢，这位是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啊，是 LF 爸爸，等一下，爸爸，我想到前面那个爸爸，谢谢啦，我们等一下一一介绍我们的工作团队哦。好，女装的部分，对，所以这个官帽的部分呢，来，爸爸，谢谢你，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爸爸的设计。我刚才在确认说到底是 LN 老师还是 LF 爸爸。爸爸，说到官帽你就来了，对，我刚刚还没有认出来。我等一下跟你们讲，我介绍到那个什么工作人员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所以我才压到后面，因为我怕说又超时。对，不会没有关系，爸爸，因为工作人员的部分我们现在差不多才要介绍，你知道吗？我们先谢谢爸爸，你没有逃开，谢谢爸爸没有被我们逼疯，爸爸这次被我们逼疯，你知道吗？他差点要放弃了，所以我把他拉住，对，打死我都不要说，爸爸你不要走，猪猪我画不好，我对不起，不是你的问题，爸爸再调整一下就好了，猪猪爸爸没用。爸爸，谢谢你坚持下来了，把我们的神官帽设计的这么的漂亮呢。对，真的是很谢谢爸爸，而且哇，谢谢我们的笑乐降落了。我们先欢迎我们可爱的樱花女神，最美丽的樱花女神的降落。谢谢笑乐的降落。我们已经介绍到我们神官帽的部分了，对，就是我们这次最高价套组，我们全台唯一一顶迪卡神官帽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把它具现化，我们用最高的这个手工的这个材质把它具现化，所以它真的是价值不菲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交给老师傅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才放在我们的最高价的套组。这是你见过最酷的募资回馈品吗？而且这真的是可以带出去展演的，好不好？那我们刚好把这个募资商品介绍到最后一 part 的这个神官帽的部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进入我们工作团队的介绍了，好不好？那等一下，爸爸，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分享当初我是怎么把你抓回来的。我们刚好迎接我们樱花女神的降落，那我们是不是稍微再带领着我们的校友们来观赏一次我们这一次的非常下趴的 PV 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美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囤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
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无客来治，古早味的锁匙壳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谢谢大家，谢谢上乐，没关系，大家量力而为。感谢我们品村那总裁的口白支援，对，因为刚好迎来了少乐的降落，那也稍微跟校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非常非常具有本土味的这个 PV。那这个 PV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品村那总裁好的配音，感谢他的现身。品村那总裁也是致力于台湾文创推广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学者，但是他都很谦虚，叫我们不要叫他老师，他就叫我们叫他总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在高雄开了某一间大元机车行，他是里面的老板，对，所以我们都直接就是笑说好，不然叫总裁好了，他才不会有压力这样子，就是啊，精明干练呢。好啦，这个 PV 的部分真的是百看不厌，真是满满的诚意在里面，真的，对，谢谢笑乐的降落，感谢可以迎来就是大家的降落，真的很开心，很开心。说啊，接下来是优塔也来了，优塔酱，谢谢你，我们感谢优塔的降落，也谢谢优塔，就是这几天有密集在帮猪猪分享我们这次的3D 募资的这个计划，真的很谢谢你们。对，因为我觉得每次的分享跟每次的支持，真的谨记在心啊，超级感谢。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时间是非常非常不够的人，对。然后说真的，我可能每次收播之后也比较没有时间跟大家互动，甚至就是可能深入聊太多。但是这一次真的感受到大家真的都很帮忙，愿意不管是降落还是分享。然后推广的，甚至在自己的直播间，直接把我们这个3D 募资的活动直接开起来，让观众知道，真的谢谢你们无私的奉献，谢谢你们啦，感谢。那刚刚呢，我们已经把我们这次的调味好礼，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最后的一顶非常下趴、非常价值不菲的神官帽，已经介绍给大家了。好，那就看说有哪一位大佬有机会把它带走。对啊，如果大佬没有这个缘分让大佬带走，而且我自己留着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会想要去定做一顶，因为我是觉得算是帮自己的一个新衣装做一个里程碑吧。对，好，总之呢，我们的募资才刚开始，为期3个月，我们还有3个月的路要走，希望可以有好成绩，好不好？好，解锁内容的部分，好，在我们算是在之前最前面就已经有先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希望可以先制作一个专辑，我们就先不跑 showcase。 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专辑做完之后，除了可以丢金曲奖之外，我们接下来的 showcase 甚至是未来可能有一个大型演唱会，甚至我们真的解锁到500万了，我们这些第2阶段、第3阶段、第4阶段都可以用我们自己所谓的原创曲去填满它，满满的原创去填满我们整场的 3D， 甚至我们也可以邀请其他拥有原创曲的 V 朋朋们，在场的各位，你们所拥有的那些原创曲的那些辛苦的心血，我们都可以邀请你们过来一起做展演，这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才是真正属于 B 圈一个文创、一个文化传承的东西。好，所以我们才坚持说，我们第1阶段一定就是先以专辑为主。对，而且是谢谢笑乐11首，说真的高成本，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就是募到100万，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一张专辑的制作，说真的成本真的很高，所以我们才觉得谢谢2倍老师愿意把价钱设在这里，因为他也怕说大家压力太大，所以他认为100万刚刚好，然后就圆一个梦，然后大家基本上愿意帮我们圆梦的话，他就把价钱设在这边，一旦我们有机会解锁专辑，他一定也是竭尽所能把他5倍的肝拿出来，把这次我们的专辑做到好，甚至我们即使
没有得奖，但是我们拼个入围也爽啦，好不好？入围也爽啦，好吗？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次我也跟大家强调，我们是高成本、高诚意制作，我们不晓得我们这一次的募资会不会成功，所以我们有在2、3月的时候也在忙政府补助的部分，所以我们两边都有在努力。所以这部分也是在我开台的时候也努力跟大家解释清楚的部分，我们两边都有在做努力，我们也不晓得两边哪一边会成功，有可能两边都成功，也有可能两边不成功。那这个部分我们能做努力还是得做。阿姨，谢谢你过来啊！超级感谢阿姨，谢谢你过来哇！今天看到好多 V 朋友，超级感谢的啦！我的天哪，对，虽然说最近感冒，讲到没声音了，对，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把这个3D 募资页面开给你们大家看。对，这个就是我们团队全部的心血，我们的梦想全部都在里面。对，那对于个人而言，这个真的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说可能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试看看。肯定大成功吗？希望啦。我们就是希望啦。对，所以也谢谢今天有特别过来，不管是降落还是来玩的你们大家，未来我们真的有机会一一把我们的这些阶段性的解锁掉了，甚至我们真的解锁到第3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宫庙型的大型演唱会真的解锁出来的话，我们有20首原创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机会被猪猪邀请过来，我们一起做一个大家原创曲的展演。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想之一，因为做原创曲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坚持，我们先以专辑为主，我们政府补助也一定要跑，我们要有足够的资金把这些东西全部投入，把东西做到最好。对，因为影音的东西就是用钱去砸它，而且我简单来讲，今天我们就算补助过了，我们就算募资可能第1阶段第2阶段也达标了，那搞不好这个资金我们在投入 MV 的部分瞬间就烧完了，因为 MV 真的很贵。对，所以这些东西呢，总之未来一些金流我们都会透明公开化。大概是这样子。对，谢谢你们所以我们其实这4个阶段紧连着，就是可能我们的专辑、我们的台湾文化、台湾传承，以及我自己在经营本频道的一些原创料理的这些梦想，全都圈在一起了。所以对我而言，可以开出来给大家看，真的太好了。我常在想，可能真的不容易成功，可是至少我们做了努力了。对，至少就是在今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把这个这么棒的一个3D 募资计划开给大家，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最棒的生日礼物了。对，好 OK， 解锁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打包带走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也谢谢就是有提供图档给猪猪的长官以及牛妈，谢谢你们。因为在那之前我有偷偷问他们说，我们这次 3D 页面有没有机会把之前你们就是给猪猪的图档让我放上去一下，然后其实就是要放这边就是这些部分这样子。对，好，所以这个谢谢大家的授权，好，这样子大家也是一目了然。Yuna 讲Yuna 谢谢 Yuna 讲来了，Yuna 讲谢谢你的加楼，天哪，时差好朋友 Yuna 讲お久しぶり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你写在靠先生，你一来我就想到那个记错东西我还在担心你的安危，我想说我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写在靠先生Yuna 讲谢谢你过来，我们现在刚好要跟大家一起介绍到我们的工作团队了，我们这是很可爱的工作团队。谢谢优娜讲的介绍谢谢优娜讲的降落，不是介绍，谢谢。对，那个口罩那个口罩，对，时差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降落，而且时间已经来到了10点，来，我们来到了就是来工作团队，我跟你们说工作团队我觉得我可能会讲到超时，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前面就是重点都已经跟大家交代了，那工作团队的部分可以稍微的我们放松心情跟大家交代一下。对，然后在我们介绍工作团队以前，那我稍微就是也把右边的这些不管是单品还是套组带大家好好的看过一次。
来，我们这次基本上除了单品之外，我们有设一个250块的淡薄 KB， 这个就是纯赞助的部分。好，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学生族群啊，或者是说他们看到这个平台有心想支持，但是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资金，但意思就是250块，好，淡薄 KB，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淡淡的心意，淡淡的气味，是筹成我们大企划的重要推手。好，感谢你的赞助，所以大额小额都是好额。好，这个就是我们算是比较初级的赞助吧，对，好。然后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钥匙圈的部分。那钥匙圈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可以作为单卖，好，然后真的非常的大，我们钥匙圈一个就8公分，对，一个就非常的大，8公分，对，好，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一次就是从我们最初阶的纯赞助开始，我们就已经会将各位的大名纳入结尾感谢名单里面了，这样子，对，好，所以所有的大家都是有结尾感谢名单的这个资格的部分。然后紧接着亚克力签名版的部分，然后挡泥板也是有单卖的，然后最后的单卖品就是我们的落肩帽 T 的部分。好，如果喜欢我们落肩帽 T 的部分，也是可以就是手滑下标一下。然后紧接着我们 OK 套组来了，我们精明概念套组。好，精明概念套组，谢谢大家。就是好，这些东西就我自己取的啦。对，精明概念谢谢。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代表图？紧邻着就是猪猪的 1.0 淡薄 KB， 2.0 就是精明干练套组。好，这是 2.0 的猪猪。好，然后里面的内容就是有亚克力签名版，然后亚克力无框画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来到了我们蓝叶卡架的这个套组，基本上那时候想了一下，就觉得最适合的图果然还是我自己画的这张图吧。对，所以就放上去了。那南内卡家的套组，那基本上里面就有签名版、无框画，然后挡泥板以及木质布面挂轴的部分。那数位内容的这个回馈也大家可以稍微相度一下，好，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南内卡家这个套组的这个图放上去，就觉得当时看的真的是很感动啦，因为真的是南内卡家，不知道该怎么说。好，接下来我们迎来了75C 套组。那 75C 套组的部分，那这个数字一定就是要对到 75C。是白熊老师吗？白熊老师也来了，我们这次的 logo 设计者白熊老师，哇，谢谢你们都出现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套组讲解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工作团队的介绍了。天哪，谢谢老师们一一都过来蹲点了齁，谢谢你们。然后75C 套组基本上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套组的，因为它就是否版的一些内容的套组，对，所以这些套组呢，基本上就是有开关器啊、冰块啊，然后啤酒杯组啊，然后 DLB 餐具的这些部分，对，总之呢，它非常适合就是喜欢跟兄弟零猴搭的你们，好不好？你迟来吗？白熊老师不会 ，OK 的啦，没有问题齁。好，然后接下来嘟嘟嘟DLB 套组，这个嘟嘟嘟呢，真的是感谢这个图是来自于我们长官啦，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怎么取就好了，反正它就是嘟嘟嘟，因为嘟嘟嘟很可爱。对，干了啦，你没有兄弟吗？没有关系，你现在有了。我们现在聊天室上面都是兄弟。好啦，嘟嘟嘟DLB 套组的部分就是 DLB杯。然后芭比猪肉毛毯啊，然后还有就是帽 T 的部分，还有我们的嘎吉德亚的部分，好，然后以及包含着就是数位回馈的部分。那欢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就是选择这个套组赞助起来哦。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的天蓬元帅套组的部分，好，我们天蓬元帅套组就很重要了。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DLB 专辑就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天蓬元帅套组买下去，马上就立马可以拥有我们这一次的 DLB 专辑。对，港都天台，对，谢谢丁爷，你还记得是吧？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次的专辑是有纳入在我们的 DLB 套组里面。不是 DLB 套组，讲错了，我们的天蓬元帅套组里面，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专辑制作成本实在是太高。对，所以我们才认为说我们的这张专辑想了一下最适合录的这个套组就是我们天蓬元帅的这个3万8套组。
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起来哦。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内容也都在里面了，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实体内容、数位内容全部都有，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这个嘎机第二 B 套组，我常常在配信上面讲说，我们这边没有嘎机粉，有没有嘎机粉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家很多嘎机的呀，所以选择嘎机套组的你。真的是无敌有尬次啦，真的，因为已经算是还蛮高价的套组了，对，所以如果有机会让你们把这个嘎吉套组带回去的话，基本上就是除了专辑之外，我们还就是 CD player 也都在里面了，因为毕竟都是成本比较高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纳入我们的这个嘎吉套组里面，大概是这样。那这些内容物大家也都可以参考一下，实体的回馈跟我们数位内容回馈的部分。对，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参考看买嘞，刚文刚下多啦。好，然后来我们这三丁海比五高下趴第二 B 套组，这个也是我取的啦。我就觉得放一个最高价的套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神官帽我一直想把它具象化，但是我又认为说它很适合把它纳入我们这次的回馈，但是因为它真的是太高价，毕竟是老师傅手工制作，所以我们才讨论说好，不如我们就设一份金价是3丁海比5高下趴，因为这神官帽金价就下趴，对，那要是有这个缘分让大佬带走，他真的就是全台唯一一顶迪卡的神官帽，落入他家呢，金价5高下趴，对，我们就放在这边，这真的是比尊爵不凡还要再更加尊爵不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放在这边看说我们的缘分让大佬带走，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也没关系，因为这个三灯海味5高下趴的这个第二 B 套组里面最高价的这个神官帽，也是未来我自己也希望在家里可以收藏一组，但它现在真的太贵，我自己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购买它，对，但是希望有机会有朝一日真的可以看到具象化的头上的这个神官帽，因为它真的太漂亮了。那除了就是我们这个最高价的套组，就是当然只有一份，因为它真的是太贵太尊爵不凡之外呢，如果真的有机会让大佬带走的话，那除了神官帽落入这位大佬家中之外呢，猪猪还会特别尝试 ASMR 的专属感谢语音，这可能就是要跟前辈们讨教一下，对，例如就是可能 ASMR 比较有研究的，我们方才有来过的奥义的部分，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未来真的啦，我们真的目标有达成，那这个套组真的有被有缘的大佬带走的话，这个也是专属的 ASMR 感谢的这个部分，会出现在嘎吉套组以及我们三珍海味5高下趴的这个套组里面呢。那我们这个有够下趴的这个第二 B 套组还有另外一个对我而言是比较难做的回馈，但是为了这个最高价的这个回馈，我觉得一定要亲自道谢。对，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DC 语音道谢好像也不算什么，可是对我而言就是算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的时间非常的不够，所以我很少会直接就是有一些通话的这个回馈给大家，我都是录音啊，或者是录影片之类的。对，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让大佬带走，我他妈还不直接亲自道谢？我跟你讲，我放泼啊，我讲泼啊，泼下吹嘞，嘿，我可能就在外面打电话打 DC 给他，然后他接起来之后，马上放鞭炮啊！刚问刚才多大吼，真的抛下我听到对不？我是真的想这样子玩，你知道吗？真的是抛下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一位不管是 E 人还是 I 人这位大佬想留恋的话，我也会跟他约个时间，嘿，我抛下的催泪，我在外面放鞭炮，让他就留下这一次的我们的声音档，时不时可以开出来笑一下。对，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私底下是个非常非常社恐的 E 人。E 人那边的社恐不是 I 人的社恐，我是非常 E 人的社恐，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说到做到。要是真的给我带走这个最高价的这个套组，我真的亲自道谢之外，你再接起来的那个 moment， 我只要抛一下催泪。对，但是我还会要求可能这位大佬帮我录音一下，因为我想要把这个录音档分享给大家。这我就是承诺我们这位大佬的好不好？还有除了亲自道谢，然后而且非常非常E人社恐的这个答谢之外，我个抛下个催泪。我说真的，
嘿，突然害怕有点接到电话嘛，我不管，反正我就这样玩。对，我真的是太感谢了。好，好不好？这套组的部分，稍微也跟大家带到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皮，很好玩啦。但是就是看说有没有这个有缘的大佬把他带走，然后我还要要求这位大佬帮我录音，录音起来，谢谢大家。好了，有机会的话。OK， 那我们的套组的部分，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欢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然后紧接着来美术团队，来美术团队，我们先从 LF 爸爸来 ，LF 爸爸，你真的要先给自己拍手手 ，LF 爸爸，LF 爸爸真的是超赞的，你知道吗？因为其实 LF 爸爸那个时候知道说猪猪的3D 画的新衣装要交给他的时候，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也还在思考说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但是我是只有跟他讲说我要升官帽，对，然后其他的部分可能就让爸爸先稍微的自己自行发挥这样子，对。不过因为就是这一次算是比较重大的一个合作，跟算是3D 新衣装，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所以那时候初稿的部分，基本上我们看了一下，稍微想要做一些修改，而且是整个有一点打掉重练的部分。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当下可能爸爸就会觉得说完蛋了，是不是他画的风格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毕竟爸爸他来自香港，那他就会觉得自己可能对于宫庙的部分比较不擅长，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稿子改了大概1-2次吧，然后爸爸他突然跟我讲说，猪猪，我真的觉得我可能画不好，我可以放弃吗？就爸爸那时候已经想放弃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就觉得说很担心他这样一改再改不是我们要的东西，他说他觉得很抱歉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不是爸爸，再等一下，只是那个比例可能这里要修一下。那边可能在那个裤子啊怎样啊，快点抓住他，你知道吗？因为爸爸他人真的很好，可能是因为之前 2.0 3.0 就是爸爸的稿基本上就一次过，对，但是这一次我们稍微做一些修改之类的，然后爸爸突然会觉得说会不会是他真的抓不到那个宫庙元素，他其实蛮挫折的，对。然后我说爸爸不是你的问题，没事，我们只是想，对，就像孝顺说的，我们只是想要精雕细琢一些东西，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不会，真的，你看最后的完稿，这个就是我要的，懂吗？所以爸爸那时候画得很挫折，他甚至跟我讲说什么，你知道吗？猪猪，我觉得我画不好，我觉得可能其他的绘师老师比较有办法画出来。他就觉得自己画不好，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你们知道吗？然后我就快给他抱秀，我说没事，爸爸，来，我跟你讲，这个再放大一点，这个东西再长一点，差不多了。对，然后还好老师有坚持到最后，所以我们的新衣装完成了，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宫庙版本哦，好不好？真的。那至于我们其实3-4图也有，对，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否我们的募资页面的讲解为主，对，那其他的这些3-4图未来一定，因为我们毕竟还有3个月的募资期间嘛，那3-4图的部分呢，未来就是等到可能某一个阶段，我们会再来开给大家看这样子，对，我们今天先快点把我们募资页面上面重要的东西先介绍一轮，这样完美主义才会这样，对啊，所以真的谢谢LF 爸爸这次也承接了猪猪 3D 新亮相的新衣装设计，真的超级感谢。好，谢谢 LF 爸爸，也谢谢你没有被我们吓走。爸爸说他刚真的想放弃，好不好？谢谢爸爸啦。好，接下来 3D 募资的主视觉图，我们的火火老师，哇，大家众所皆知的，也很开心这一次火火老师愿意承接我们的 3D 主视觉图呢。那火火老师大家就哇完全一定了解的啦，不多说。台湾 OL 系列，虽然说我之前在访谈他的时候，常常就是嘴瓢到 BL 系列，然后因为那天嘴瓢的那个记录实在是太频繁了呢，频繁到就是火火老师直接帮我剪了一个台湾 BL 系列的短影片丢过来给我，老师已经放弃抵抗了，你知道吗？他就直接把我的嘴瓢全部都聚集成短影片剪过来给我，我快笑死。这火火老师真的是很厉害哦。
对，而且他这画工非常非常的深厚，而且也真的曾经荣获日本 INA 国际现代美展的优秀赏，甚至是我们非常厉害的果果的角色设计师，好不好？真的谢谢，也是我们的绘图大佬之一啦，也谢谢火火老师。今天早上也就是有收到火火老师的私讯说加油啊什么之类的，我才要谢谢你们愿意就是协助这次的3D 募资啊，真的非常感谢。好，接下来是我们可爱的泡芙老师，泡芙老师这次的 Q 图啊，基本上挂保证的可爱呢，有没有每个都好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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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爱。So she can 啊，好可爱，好可爱，超可爱啊！是我们的丹哥吗？丹哥，谢谢你的降落，丹哥谢谢，感谢我们公视所属团队，我们丹哥降落了哇！谢谢丹哥，你已经结束了你的联动了吗？谢谢你，谢谢，感谢你们。哇，我今天的直播没想到会讲到10点还讲不完，真的有太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哇，老野，谢谢阿里亚酱，谢谢你的降落，谢谢你跟丹，哇，降落在猪猪频道，谢谢你们。今天是猪猪开启了3D 募资的第1天，我真的紧张到快死掉了，天哪！对于个人而言真的是不容易，但是真的是忙拎来看行啊，对，真的是。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心情有比较踏实一些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该做的努力都已经做了。对，那接下来还有3个月的这段期间，我们也会努力推广、努力宣传、努力找破圈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努力的进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的3D 募资活动。谢谢丹哥跟阿里亚哦，是有，我有听阿里亚讲，谢谢你们啦，感谢你们不生气，对。因为你们降落了，很想再开 PPT 给你们看，对，但是我们还是先把我们工作人员把它介绍完。然后我们介绍到我们可爱的泡芙老师，而且我跟你们讲，泡芙老师他虽然说 Q 图真的是很厉害，可是呢，他其实实际上是，就是他会潜藏一点有点反差萌、腹黑又病娇的属性，对。但是老师他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呢，因为我在跟他询问说有没有就是说可以放在募资页面上面的。这个算是介绍文嘛，就现在大家你所看到的，他就跟我讲说，猪猪他觉得他没有像其他人这么多经历，也没有像其他人这么厉害。他说，猪猪你帮我编辑就好了。他就觉得他真的很谦虚，他就觉得说他没有什么代表作，所以泡泡老师的内容是我帮他编辑的，就擅长可爱逗趣的 Q 版插图，各种风格 Q 图都难不倒泡泡老师，尤其是可爱 Q 图的背后潜藏着既腹黑又病娇的属性。这反差萌绝对爱不释手，的确是呢，爱不释手，超级可爱的，哇，好棒吗？是我们文文呐，文文，谢谢，你们才棒啦，谢谢你们啦，谢谢，就是愿意无私分享这次3D 募资的大家，我觉得今天可以在这个时段开起来，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所有的梦想跟所有的目标，我觉得非常的踏实，真的。好不好？也是谢文文特别过来一趟，然后紧接着呢，来说到我们子午3月，这个更不用说了，这是在台币圈挂保证的，他们真的是很厉害，而且真的也是很开心。刚好文文来了，我才要讲说延续金米奖的这个缘分，我们去年有获得女米奖的这个奖品，那其中一个奖品呢，这个奖项了，对不起，那其中一个奖品就是由我们3月所提供的人物建模，价值10万块人物建模。我当下其实还没有在思考3D 这件事情，只是就是反复思考了一下，我们都已经获得了这个建模了，那是不是也差不多开始要去思考展演的部分了？对，所以呢，我们才跟大宝老师沟通了一下，然后也稍微的跟可能3月的负责人 Q 以及自我计划那边的老师约一个时间，我们就在线上稍微再讲一下说，我们这个人物建模真的很开心可以获得，那我们是不是未来有更多展演的一个方向可以去做一个设置，可以去做一个规划？殊不知大家的台魂在那次完完全全被炸到淋漓尽致那个真的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对，那个真的是我始料未及，就没想到说，虽然说在这个台币圈大家很像还是以很日系或者是美系为主，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说
不管是闪月的负责人，还是子午的我们3D 的老师们，他们的台魂其实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他们有提出很多很多展演方式，都是让我们真的觉得说，哇靠，真的很想试看看。对，所以那一次我们真的也是直接就是思考说，好，那就是电子花车、宫庙什么之类的。好，那一次就完完全全灵感乍现，也很开心，就是说这一次的3D 团队原来也是这么的台。对，果然是台湾人耶，果然大家都是在地台湾人，就很开心说可以激发出大家这么多台式的想法。对，这个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所以那一次就是不管是子午的老师还是3月的负责人在跟我们接洽，然后在跟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心情很踏实，于是我们就也决定说好，或许真的可以这样子试看看。总之谢谢金币奖的这个缘分，让我们获得了这个奖项之外，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更台湾的展演方式可以去做努力。那这个展演方式，不管是你任何的设备，你任何的一些所有的东西，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昂的，于是我们才决定要可能开启募资。对，我们希望我们这个10万块的这个人物建模不要被白费，我们希望这个人物建模这么完美的东西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甚至这个人物建模我是希望一定要有最丰富台湾元素的展演方式，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目标。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过来。对，所以总之呢，一切真的是从去年12月开始，就是哇，没想到就是奠定了我们这半年来就是完全每天都在爆肝，这半年每天都在爆肝，你们知道吗？每天爆肝。好，总之谢谢3月工作室的负责人 Q 以及子午计划的3D 建模老师们，他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专业，给我们非常非常多很棒的意见回馈，这样子。对，谢谢你们。然后紧接着来我们 3D 电子花车场景设计，来到我们方才有出现的韦忠诚老师。我们谢谢我们的韦忠诚老师呢，基本上对让我记得去年去把他邀请过来参加我们的台湾文创主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这么单纯这么默默努力的人。如果你们看过他的作品，你们真的很难想象他私底下真的就是那个反差有够大的，你知道吗？他的漫画里面时不时就妈的啊，就抽插就可是你看这么一个漫画元素这么疯癫，然后这么可爱，甚至就是政治漫画连载到大家都觉得就是他的代表作，甚至他有被小英前总统接见过的这些经历。我那时候还有问他一句话，就觉得说有了这些经历，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一个人生的里程碑完成了很多很多之类的？结果他真的，我只能说好谦虚，他就是有回我一句话没有啊，我就只是个普通人啊。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天哪，就是回归初心呢，就是从头到尾，我是觉得这些成功的这些绘师大佬们，他们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共同点，就是他们不会因为有什么样的成就自我膨胀，他们永远就是专注于他们的创作里面。对，因为火火老师之前我在把他抓过来访谈的时候，他也是讲了类似的话没有啊，就正常人。对，所以这两个老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他们的欲望发泄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了。对，好，所以可以看到那个忠诚老师他的经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哦。对，他这些经历，我只能说，哇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级厉害！真的也很感谢忠诚老师这次操刀我们电子花车场景设计图在我手上了，非常厉害。好不好？我们如果到达了第2阶段的解锁的话，好不好？就有机会具象化给大家看咯，好不好？谢谢你们。对啊，真的发现在作品里面我这群创作者真的是，我只能说台湾的骄傲啊。 OK， 来，我喝口水。紧接着我们第3阶段解锁的是宫庙场景设计，由我们陈汉妮老师，我的好姐妹，感谢她无私的操刀。为什么？
我们翰林老师基本上在漫画业界是一个快手，快手而闻名，他画稿非常的快。但是他一旦消失了，就找不到人了，因为他真的是太忙了。所以很刚好的是，我们确定想要走这一次的计划的时候，就是可能电子花生跟公庙就想说快点委托给一些老师们。我们在思考说有哪一些老师们的档期，或者是说他们的风格很适合。那当然，钟诚老师也还好，就是说他那时候档期还有办法帮我们承接电子花车。然后，于是呢，我突然就想到了，那时候正值寒假期间。那寒假期间呢，比较找得到翰林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翰林老师目前正服务于南印大的漫画系，也就是说，一旦开学了之后，他会非常非常的忙碌，一下嘣的一声就找不到人了。所以好咧，家仔去当准是寒假，您刚才是我们大哥伊来噻，谢谢大哥过来。我的天哪，我今天真的是超级开心，可以看到你们的，而且是时差好朋友们。我的天哪，我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困呢，等在困的时阵，我像是我的分灵体啦，我现在分灵体跟大家见面了。谢谢大哥也特别过来，好开心看到你们，谢谢。然后所以说运气很好呢，我就想说啊，我们电子花车快点委托给钟诚老师了。那我想说3D 公庙的设计，我快点问一下翰林老师有没有办法。刚好那个时候是寒假，我比较找得到他，因为他一旦开学了，完全人整个是完全消失，因为他真的太忙了，要备课要干嘛，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学生们的一些可能批改作业啊，一些他们的课程规划啊，是我们的课。主委你马来啊，主委加码耶，主委加码几嘞，谢谢，谢谢主委的祝福，谢谢。对，我今天真的很难得遇到好多时差好朋友，我的天哪，谢谢你们的参与。对，今天是我第一天开启3D 募资，真的很感谢。对，也谢谢你们愿意来参加这一场这么台的3D 募资的这个内容活动后。对，所以在寒假快就问老师说，我们的这些计划，看老师有没有兴趣帮我们做个设计。OK， 好姐妹就一句话。很佛的，几天就把那个稿丢给我，对，超级精致。他问我说：“这样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就是太草率？不是，不要这样子。对，你们的草率的定义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好不好？对他那个草率的定义，我就现在不能开给你们看，不然我真的好了。那个草率的定义就例如我就抓一个替死鬼啦，来，那个草率的定义就例如就是这啦，草率的定义就是咧，LF 爸爸一讲好这个猪猪，我这个很草率，这样可以吗？不好意思，真的是太草率了。他当初真的这样跟我讲，我当初真的觉得，爸爸，你可以不要再刺激我了吗？我这辈子我的完稿还比不过你的草稿，你可以不要这样对待我吗？爸爸，他那时候真的他真的是很谦卑的跟我讲说，猪猪，我这个是草稿，这样可以吗？我当时超想落泪的，我超想落泪有2个点，一个是太美了，你知道吗？另外一个我心里想说，我这辈子赶了这么多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开始怀疑人生，你知道吗？对，没胖次又怎样？没胖次怎样？你看爸爸把我画的这么美，他就不把一件胖次给我爸爸，他们都笑我没有胖次。然后第2次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要做等身立牌有活动，然后面线要帮我做，然后面线那个时候就问说，啾啾有没有比较高解析度的这个图可以做等身立牌？我就跟爸爸说好，那我跟爸爸要一下。爸爸也是一句话，啾这个草稿这个去做立牌，不好意思，可以吗？然后我心里想说，爸爸你不要再欺负我了，爸爸，你这个叫做草稿，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能说会师永远不放过自己是我爸你来了，陆布爸，我们最帅的欧巴来了，爸你来了，天哪，真的今天是时差好朋友的集合 ，Oh my god， 爸，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看我们 LF 爸爸的草稿，听说这个对他而言是草稿，对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画了一辈子的稿，画不过这张草稿，你知道那个心情多复杂吗？对，感谢豆腐的叫我，谢谢你。为什么是爸呢？因为我们这位帅气的欧巴，他真的太帅了之外，他的生日在8月8号。谢谢你的降落，哇，好开心，好久没有看到露布了，真的谢谢你，
感谢你愿意带着你的伙伴的降落，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到好多时差好朋友们前来蜘蛛的募资现场，我真的超级感动的。对，这是草稿，对我们真的绘图大佬，就是对于草稿定义不太一样。对我真的是好服了这群大佬。好，所以我们翰林老师也是一样，他就丢了一个很细致的稿过来跟我讲说啊，猪猪，我这个不好意思还是草稿，你可以看一下吗？我看了一下就，老师可以了，过了，可以了，你不要再草稿了，拜托，你不要再草稿了，可以不要再草稿了吗？都愤怒，你知道吗？好，总之谢谢翰林老师。那我今天有特别通知他说，我们今天3D 募资的页面要开启了。对，那老师也说那他就是可能会补档，因为他也比较忙碌一点。对，所以真的谢谢我们翰林老师，谢谢我们的好姐妹，非常优秀的好姐妹，祝老师身体健康啦。对，谢谢乐福，谢谢啊，真的是太有心了，爸。对，帅气的你有你的加持，一定没有问题的，好不好？真的谢谢你。新车有更适合的挡泥板了吗？是，欢迎大家可以订购起来，欢迎手滑，好不好？加入我们这次的3D 专案募资计划。我们为期有3个月，欢迎大家可以常客跨买耶。好，最好是好，让我们快解锁我们的专辑，让我们圆梦。专辑圆梦之后，接下来有更多台位的展演，就可以展现给大家咯，好不好？好，以上是翰林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白熊老师 logo 设计的部分，你们说帅不帅？超级帅。那白熊老师也是很谦虚的一位老师呢。我在跟他就是询问说有没有这些介绍文章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讲说啊，猪猪他很担心没有什么太厉害的经历。我说没有关系，就是老师就是总之你觉得你擅长什么，你经历过什么，不管厉不厉害，那个就是你的经历，那个就是无关厉不厉害了。对，所以老师他就默默的编辑了这些，问我说就这样可以吗？我说可以，没有不可以。对，所以我们真的谢谢白熊老师方才也有来到我们的聊天室直播间。 logo 真的很好看，而且白熊老师他真的很有诚意，他给我们选 logo 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大概3-4组吧，谢谢白熊老师。对，每次都是大概3-4组让我们挑选，然后即使我们真的有改正，他改正之后也是丢了3-4组过来让我们看说我们要改哪一款，好不好？所以这一次真的很谢谢白熊老师的操刀，也很开心可以跟白熊老师合作到我们这一次非常台味的 DLB 的这个 logo， 真的是神好看，神一般的好看，好不好？而且偷偷跟你们说，白熊老师画妹子超香的，你们知道吗？超香，那个妹子超香。好，老师妹妹们，我无心迫害。好，无心迫害，对，夸奖啦！哎呀，白熊老师画妹子超香的，你们都不知道。别这么说，谢谢白熊老师，谢谢你。而且白熊老师设计的 logo，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先卖个关子，但是未来可能会在某个地方让大家看到一个非常下趴的这个 logo 啊！小朋友，谢谢你！天哪，今天好多时差好朋友，维尔也谢谢你。昨天的生日直播，祝你就是补祝你生日快乐，因为昨天维尔有帮啾啾把 3D 募资页面开出来，谢谢你，好开心，感谢。好，维尔，感谢你的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最后一位我们这个创立伙伴抓出来介绍一下。来，以上的这些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图片，我们的美术风格，我们的周边，全部来自于我们的好伙伴创立。先给他鼓鼓掌，好不好？他们这次美编被我们抄死了，抄到一个不要。哦，我的天哪！首先先感谢我们这一次也是一个很棒的缘分，然后委托到我们的创立的部分呢。对，因为其实说真的 3D 统筹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次创立真的也是竭尽所能的帮我们完成这一次，不管是美术风格的部分，还是说就是我们这次所有的周边，真的很谢谢他们。而且你们知道吗？讲到创立，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世界也太小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其实周边统筹真的是很庞大的工作量，真的是很繁复，特别又是 3D 的周边统筹，所以我们的群组其实在也是大概2-3月就开始动工了，就时不时可能就丢一下，可能那也要修改啊，哪里有什么方向啊，就有什么
什么周边想要制作，那制作想要什么版本，想要什么样的材质，所以每天都有就是可能就是讨论不完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嘛。那当就是这些周边的样品一一打样出来之后，刚好创立的业务伊先生他也在高雄，那想说他要寄过来真的还要花邮资，所以那时候就要讨论说没关系，因为大家其实都自己人，都合作伙伴，那他就直接想要说帮我送过来。那他原本想说就帮我寄在可能我们家的管理室，对，但是我跟他讲说没有，大家真的都辛苦了。那我就想说我还是会想下去一趟，就是亲自谢谢他，然后想说也带个点心，想说可以跟可能老婆或者是女朋友一起吃，或者兄弟一起吃，好，这我不管，对，反正我就准备了2份，想说可以就是给他可能身边的伙伴或者是家人吃这样。就一下去你知道多好笑吗？一下去我就看他，然后他发现我一直看我，不是他发现我一直看他，然后我们两个感觉已经眼睛对上了，我不知道在思考什么，我就先说不是吧，你是学长，不会是你吧？然后他就说不是吧，你是迪卡哦。我说不是吧，怎么是你？这是我以前某一个时期的某个学长你知道吗？我说天哪，世界太小了嘛！但是我想了一下，不对啦，大家都在高雄啦，能够遇到真的是缘分啊！你刚才我说不是吧？我说你在创立哦。他说哎呀，我在创立啊。然后我就说我的天哪，世界也太小了吧！学长你怎么都没有老？他说你才没老啊！我说大概当老的，互相啵一下，你知道吗？天哪，就真的是学长，你知道，我觉得世界太小了。然后学长他就突然就丢给我一句话说：“那迪卡，你知道创立的那个吴先生是谁吗？就是创立老板的部分。”我就说：“不是吧，你好妈吉？”他说：“对，好妈吉，那个好妈吉。”我说：“不是吧，都自己人哦，天哪！”我的天啊，就很好笑，你知道吗？我们就觉得说，天哪，绕了一圈。以前的缘分又回来了，就居然是在创立，你知道吗？对，所以我们就是从年初接洽到现在，我们前阵子在两边在收样品，在确认样品的时候我才认清，你知道吗？才认清，你知道吗 ？Oh my god， 都自己人了。然后伊先生就说好办了，都自己人啊，这次一定帮你办到好啊。我说好啦，就算你没跟我认清，我相信你们也会办到好啦。世界太小，你知道吗？而且我就跟医生讲说，哇靠，圈子真的太小了，喝了嘎仔，我以前没有什么坏记录，好险以前很乖，对，好险以前很乖，现在也坏不起来，嘿，所以才会被面线欺负这样。反正我们就这边聊了很多以前就是可能在学校一些蠢事啊，还有可能他跟他好兄弟一些蠢事这样。对，世界太小，没想到就是居然这次的周边统筹是我们之前的缘分所圈起来的。我的天哪，伊藤先生，学长你来了，学长，伊先生出现了，我天啊！对，而且我真的这边要感谢伊先生，因为他知道猪猪这2天感冒，所以他昨天我们其实忙到最后一天，他昨天帮我把样品拿来的时候，他还特别就送上了苹果，你知道吗？他说猪猪啊，你的声音真的是对，你那个苹果要吃一下。谢谢伊先生。好了，你们可能是因为觉得是伊人的伊嘛，好了，这是伊藤先生的呀。天哪，伊先生，谢谢你了！天哪，好，原来这位账号就是学长的账号。你看，他其实也是很低调，对，所以没想到就是还好学长你都没老。对，重点是学长都没老，你知道吗？我还认得出来，我就一直在看他，想说不是吧？还真的是，这是迪卡募资真的非常用心，请大家多多支持哦！是，我才要感谢创立，真的也是很用心，创立也真的是被我们操到爆，你知道？对，姓伊，伊先生，伊藤先生姓伊，名藤。好啦，总之非常感谢。这一次的缘分，伊藤先生以及吴先生，お疲れ様でした。真的是谢谢，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ね。非常非常感谢，哇，都自己人呐，早说嘛，是不是？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美术跟3D 制作团队的部分。来，音乐行销团队真的慎重介绍。
我在有限公司统筹到整个肝都没了。来，旗下艺人就是我们的阿金金鱼脑大宝老师，谢谢你的统筹哦。我们的音乐行销制作这一次大宝老师真的花了，真的已经不是2倍了，是5倍了，你知道吗？对，所以这是音乐行销的部分哦，首要一定要把这个 N 摆上去，大宝老师的代表 N 哦，也是我们的我宅有限公司，好不好？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以及来专辑统筹就是我们大宝老师。那我们大宝老师，大家基本上已经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B 圈在音乐制作上面非常非常的有名，甚至那个金曲奖也入围不少次了呢。对，而且跟你们讲，他那个金曲奖得奖的那一次啊，也没有去走红毯，对，他真是非常的与世无争。对，好，这样子一个 double 老师，他2倍的肝都没了，甚至5倍的肝也没了，好不好？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 double 老师，谢谢 double 老师，真的这个缘分真的是好多缘分都圈起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第一，不要做坏事；第二，珍惜好的缘分，对，然后第三，有机会就去冲，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冲到底，冲到整个身体都没了，声音也没了。被猪猪认真像是在走厨房一样，是没有错。好了，这个就是我们音乐行销的部分。来，接下来专辑制作人，Double 老师因水无贵妃娘娘呐，真正就水耶，真正我看过本人，真正有够水的水，人家 Double 老师人生胜利组，好不好？金曲奖那样入围到像走厨房一样，一幕歌就水耶，真的是很漂亮，好不好？谢谢我们这一次专辑的部分，音乐制作人的部分，以及我们之前卡价的部分，也是有麻烦到魏妃娘娘，好不好？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募资如果有顺利的话，我们这次很多优秀的老师可以产出更多的作品给大家。好，紧接着专辑编曲的部分，毛毛老师就是我们这次去年我们发行的卡价的编曲老师，毛毛老师也有被邀请过来，我们一起台湾文创主机那时候也是有邀请过来的其中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毛毛老师也是我操刀我们这次的专辑编曲的部分，好不好？那老师基本上也真的是非常经验老道的音乐老师了，那这些经历大家也是稍微可以参考一下，支持一下这样子，对，2倍胜利。好，紧接着我们的潮潮人生录音编辑，我们的美拉，对，我现在只要声音出状况，一定是快点哀嚎，请美拉救我。上次在早安台也是呢，救命！潮潮一直从实验室扁掉的吉美拉，靠声音与音乐努力存钱，累积实力，让更多人看见。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潮潮已经超级有实力了，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也太谦虚了，就他的经历才写这一些。他真的是很万能，什么都会的六边形战士潮潮，真的可以自己作歌作曲，然后自己 3D 建模，重点要自己唱歌都没问题。强力美拉好不好？推荐给大家订阅起来，真的谢谢美拉。然后最后合作录音室的部分，这是 B Michael 录音室的部分。对，这个猪猪目前还没有去过，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过去一下。听说很大，非常的大，对，所以有机会，希望猪猪有机会过去看一下所谓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位于天母的这个很大的工作室呢，好不好？超大毋庸置疑吗？好想过去看看。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音乐团队以及我们这个美术 3D 制作团队的部分。好，介绍给大家。那最后呢，迪卡要用 DOB 把5000年的台味唱进你的心里，从专辑到 3D 的演唱会，再到线下的办桌活动，每一步都靠面线的支持。募资今天正式开跑，现在就加入，让迪卡的歌声陪你走遍人生，把台湾的台推向国际。点击链接支持他，一起证明越在地越国际的力量。感谢，再感谢，刚侠，再刚侠。以上就是我们这次非常非常丰富的募资页面的部分呢。然后也谢谢丁爷在这里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丁爷在5月份其实有帮猪猪加码，就是生日季的零肉肉部分，但是我真的太忙了，加上又感冒，所以呢，很可惜，好像没有让大家知道说这次的，其实我们5月份也是有丁爷加码领肉肉的这个活动，但是不用担心，我们的3周年大佬来帮您传喝谁啊？本次3周年生日季的部分呢，基本上我每一年的生日季都会帮，就是跟我一起，就是我开几个月，然后你刚好也满这个月，的这个大佬的这个部分会帮忙准备礼物。对，那我们3周年的大佬，也就是36个月以上的大佬，帮忙准备3升，请丁爷帮我寄出去。也就是说，感谢丁爷这次的协助，以及我们的联名，算是半联名了。对，这次因为我觉得3周年紧邻着3，然后又是3D 募资，所以这一次我们36个月以上的高阶会员大佬们，我们丁爷会帮我们寄出3升，好，把你们当神明养啦，知道吗？各位36个月以上的大佬，好，3升里面有什么？半鸡半鸭，以及我们一整条的脆皮烧肉，好不好？养肥你们，好不好？谢谢你们如此支持本频道，好不好？谢谢丁爷，真的谢谢丁爷。嘿，你哪是介意？嘿，这吧车卡电话0800，好啦，不是0800啦。来，上面都有丁爷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丁爷提供的，好不好？来到嘉义水上广东烤鸭庄，请务必一定要停留我们这个非常在地，而且得过金奖肯定的在地烧腊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也感谢就是丁爷，其实在去年就有自主帮猪猪加嘛，所以我们在频道的一些规划以及内容上面，其实也是有达到一个食在台湾，食是那个吃东西的那个食，所以对频道也是特别特别加分的。对啊，丁爷肉肉真的超级超级好吃。好不好？所以谢谢你们。对，因为我这个部分原本是想说留到可能就是我们把募资页面全部介绍完之后，然后再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好好的聊。但是我发现天啊，募资页面全部介绍完，真的已经来到了10点42分了。Oh my god， Oh my god， 天啊，对，时间真的不多了。但是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支持。虽然说我们是这次 3D 募资为主，我其实也基本上也跟面线讲说，我们今年你们可以不用准备猪猪的生日礼物，没有关系。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拼这次的 3D 募资计划，就当做是猪猪的生日礼物了。对，介绍完就2个小时了 ，Oh my god！ 对，所以其实与其说是我的生日呢，我更期待这一次我们可以真的是成功解锁我们这一次的所有的梦想跟一些目标。那我们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对，然后除了感谢就是这3年来陪伴猪猪的会员们以及我们的高阶会员们之外呢，猪猪是不是前阵子换了海景第一排的电脑啊？谢谢你们自主帮猪猪换电脑 ，Oh my god！ 你们知道名单在我手上了吗？我的电脑真的很漂亮，真的谢谢你们，真的是突如其来的这个礼物啊，超级贴心的。来，在这里让我一一唱名出来。来，趴趴熊被我抓到了吼，然后开关先生刚下吼也被我抓到了吼，伞哥也被我抓到了吼，菜我知道有你，薄荷我也知道有你，阿印师绝对有你，阿月饼的部分我那时候有没有抓到？我记得我阿月饼好像就是没抓到的其中一人。然后接下来阿月饼我有抓到，但是我没有抓到哦。Saber， 等一下 ，Saber 有抓到，对啊，感谢坤坤的降落，是坤坤吗？天哪，坤坤，感谢你的降落！哇，我今天遇到好多时差好朋友 ，Oh my god！ 谢谢你们来到猪猪频道，真的是大家都是时差好朋友哎！欢迎你们的降落，来到猪猪3D募资
的这个活动，而且是很难得可以在这时间跟大家见面。谢谢你们的降落困困，谢谢你们。对，再次降落好，我们刚刚已经把我们 3D 募资页面已经跟大家一次讲解完了。对，感谢再次降落的大家，谢谢。然后现在呢，对，我们后面稍微感谢一下，我总算抓到这16个赞助者 Saver， 没想到还有浩浩老师，这是我没想到的。长官我知道有你，然后居然还有姐夫，这个也是我没想到的。涛啊，我知道有你。牛妈，我知道有你。水灵宝贝，我有抓到。接下来我们学长绝对有你，然后骚雪我也知道有你，好不好？对，抓来抓去就只有最后3位抓不到，总算让我看到了。好啦，我不是抓到了，我是威胁利诱，知道我这个名单了，好不好？好啦，谢谢你们赠送猪猪海景第一排的这个电脑，非常非常感谢。我像每天看着它就觉得天哪，真的是海景第一排透明电脑，你知道吗？哦，超级感谢。对，海景第一排调很久，是不是？好了，谢谢。我想说趁着今天募资难得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见面，然后也顺便就是把募资页面介绍完之后，然后稍微简单带过我们3周年要回馈给满3年的大佬，就是我们那个高阶会员满3年的大佬的这个3森的回馈之外呢，也感谢我们这次大佬帮猪猪换电脑的这些名单，总算我都看到了啦，谢谢你们。对，周周老师是我真的是没想到，还有姐夫也没想到，对，然后阿月饼好像也是我没抓到的其中一位 ，Oh my god！ 总之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对，然后总之这次的3D 募资应该算是介绍的还蛮详细的了。那如果说有一些不详细的状况，那也欢迎大家待会也可以看个回放，或者是之后在这3个月基本上开台，猪猪一定是会强力放送我们这次的3D 募资呢，一定是会强力放送再放送。对，所以呢，有什么需要帮忙解答的，也欢迎可以在猪猪下次配信的时候可以提出来。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们。想知道谁泄露名单吗？那个是我威胁利诱找到的，知道没有？无可奉告。好，谢谢你们大家。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交代的，你们等我一下。等我记得。天哪，我现在真的是在弥留了，真的是所有的精气神都在这一场。哇，我真的是很难得在这个时间还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好，然后最后啊，给大家看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我看一下我们下载下来。来，这次猪猪生日的部分，然后有帮各位高阶会员换新的我们的明信片哦，所以之后我们高阶会员在这几个月会陆续收到猪猪这次算是新的，然后满台位的这个明信片，然后非常非常感谢米娅帮猪猪委托这位绘师 Kyoko 老师，对，他的风格真的是超级可爱，然后我们高阶会员在这几个月可以先行拿到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明信片，当做是猪猪生日季的一个回馈礼啦。对，真的超级可爱的，好不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对，然后那个是卫生纸，没错。米娅真的帮我印出来了，真的是卫生纸，快笑死。对，真的是卫生纸。对，好 ，OK，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把这个先关掉。然后最后啊，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对，还有聊到无助的部分，超好笑。我自己明天也会补档我们今天的这个3D募资呢，因为我觉得这整个节奏真的超级好笑的。
好，然后总之呢，我们最后最理想的梦想，就是在这张照片了。嘿，就是丁野，谢谢，又是丁野，不好意思，丁野，你今天被我 Q 出来好多次。来，我们500万达标，除了就是我们的专辑、我们的 showcase、我们的3D 公庙演唱会可以达成之外，真的真心诚意的希望可以把这3年来帮助过猪猪的生命全部都邀请来我的线下办桌演唱会，让我好好的答谢他们。一开始我还在思考说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原来已经有很多公庙是这样子举办过了，所以基本上再加上5000老师，基本上也是一个天选之人，他的职业就是特别总之他是天选之人，他也是在为神明服务的一个体质，所以不怕起不过来，就怕我们没有机会解锁这个目标。对，所以我觉得有办法去成就我们500万的话，真的是可以把最台的展演方式，甚至配合我们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公庙，然后神明吃桌的这个部分，我们与神同行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对，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基本上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对，好不好？希望真的，总之我在这3年来经历了很多低潮期啊，或者是一些发展期啊，跟大家一起冲刺万定啊，甚至到我们的10万到手，其实这些东西很多很多，除了面线们的陪伴，然后遇到很好的贵人，Double 老师、5000老师，大家，还有今天愿意过来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的 V 鹏鹏，我在这3年所感受到，真的受到了神明很多很多的照顾。所以我小小的个人是，当然我们的目标还很长远，但是我们希望真的有这个机会，可以把我想感谢的大家一起邀请过来，以及与神同行的这个目标，希望真的可以去实现它。对，那即使我们真的没有缘分实现好了，至少我们努力过了。那总之我们这一次的 3D 最台大计划紧邻着非常非常多文化传承的部分，真的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我们台湾美好的一面。对，以及就是可能我们想要圆的一些梦想也全部都在里面了啊！可以就是全部都一次介绍完成，真是太好了 ！Oh my god！ 哦，谢谢你们，我介绍完了。然后最后为什么亮这张照片，就是我们最棒最后的完成体。对，就是我们本次的计划最理想的完成体。对，就是从我们的台语专辑真的制作完成了，我们投递了金曲奖，然后接下来 showcase 也有了，接下来我们的公庙的演唱会也有机会把已经有制作原创曲的朋友邀来一起展演了，再加上最后的这个500万解锁了，我们真的也是可以好好的答谢有照顾过猪猪频道的大家以及神明们，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OK， 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理想型放在这里。所以丁也是大家的理想型哈。谢谢迪卡让这些文化得以传承吗？别这么说，我觉得我只是就是当中一个想要去执行的一个小小的人物而已。因为这个计划如果真的要成功，真的要靠很强大的团队以及很强大的资金。对，所以我们才义无反顾的开启募资。对，因为这个计划虽然说看起来真的是很强大，但是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才有办法去跑完它。对，那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政府补助我们也有努力，然后在今天的3D 募资开起来也是必须努力，我们两边都必须努力，看看我们最后可以留下多少的资金，我们会用那些资金再去做最后的努力。反正不管怎样，就一样努力就对了。嘟嘟，谢谢你也特别过来，谢谢这一次有特别降落或者是过来一起陪伴我们完成这次 3D 募资页面开启的这次的配信。然后猪猪2天过后就生日了，对，然后因为毕竟30号就是端午节，我比较没有把它开台，
但是今年的生日可以分享一个这么台味十足的这个计划给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踏实，真的谢谢你们，超级感谢的。好，时间来到了10点45分，天哪！我真的要进入弥留状况了，真的谢谢来看台的大家，我就把我这个理想型放在这里，然后最后我们再切我们的非常有台味的 3D 募资宣传 PV， 就结束这一回合咯。谢谢大家的陪伴， 3D 募资正式启动，我是迪卡屯主机，也谢谢 Double 老师的统筹，谢谢我们本次团队的肝脏以及谢谢我们尹春老师的现身。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囤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无客来滴，古早味的锁匙壳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过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好，谢谢大家。好，我的体力要到极限了，灵压也快没了。但是呢，还是稍微找一下降落地点，来，再给猪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降落过去。谢谢今天，也谢谢今天降落的大家，刚刚看到你们超级开心的，好多时差好朋友，真的在中午看不到的你们都过来了，哦天哪，谢谢你们，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然后哇，这个时间真的不愧是战国时代呢，这个时间要选妃真的还蛮辛苦的，我看一下要选谁，等我一下啊，哇靠，这个时间要选妃，我看一下要选谁哦。这个时间呢，咱若是要降落，就降落伫咧倒位去咯？那看一个咯，就降落伫咧，咱若是降落伫咧，我看一下啊，好，我知道了，我们礼尚往来一下，对，我们之前。13姐姐有降落2-3次在猪猪的频道，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降落过去。来，我们现在礼尚往来一下，我们可以吹咋啥高官哦。好，刚问刚下落啦，真的谢谢你们大家。猪猪准备休息去了，3D 募资 Go Go Go， 耶！好啦，我们去找教官喽。